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透过公司台咱的 YouTube 线顶做伙要来开讲咱来讲到是2025年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这个资格赛，今日是2月25，咱看到讲今日这场是这个附加赛，咱台湾又搁要对上咱这个头一阵的这个死对头或者是西班牙但是咱讲这阵无退路啊，绝对要甲拼来到这个奖赛了今日嘛讲到咧，今日是阿明同款来做报球的这个服务，伫我身躯边，依然是咱资深的球评郭志老师你好，各位观众，阿明大家好，听台湾，听台湾。Team 台湾有影， Team 台湾，Team 台湾，Team 台湾今日咧，咱讲到这个先发的投手，咱排出来第三场前三场拢还未看过，是这个曾丹中国啦西班牙排出来这个对手这个投手咧，其实是咱第一阵都看过啊。迄当阵伊的亚际里3点已经无互这个台湾队咱讲这个得到任何的分数，所以甲伊派出来这个先发投手。但是咧，咱讲到台湾队这个投手咱嘛是真正有信心伊过去咧是这个美国大联盟咱讲到运动家体系啦这回甲伊派出来其实咱阁有足侪骑兵亲像这个孙怡瑞等等，咱拢还未来用咱请教这个郭志老师安怎看这个投手的这个安排咧？咱应该是甲全部甲全部的投手对当这上重要的一阵啦。有影其实咱今仔日咱也无用到的投手包括讲曾丹中国孙益瑞个这个咱讲这个徐若曦徐若曦其实伊敢若投等一个人厝尔个有包括讲这个林伟文嘛投了无多这个陈柏宇因这拢是王牌顶级的投手啦包括讲甲咱阿明共同的这个詹俊岳这嘛是非常勇的投手。咱今仔日就是要按上用投手车轮战来甲西班牙的打线甲扫起来，有影看到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打线其实咱讲到拢是这个右打者较济啦所以咱讲到右打者这个部分其实咱嘛要特别注意，尤其伫前三场内底其实看到这个无论是右打者、左打者来因是有这个三发的这个全垒打所以咱其实嘛是要好好来注意，尤其咱嘛讲到其实咱的这个台湾这个打线其实嘛无遐尔弱啦其实虽然咱伫第三场看起来6支安打但是咱讲伫咧第一阵、第二阵，咱的这个发挥也是有的所以咱整个的这个打线嘛，搁请教这个老师一个。咱打线今仔日有经过调整啦就是咱咧讲的当然较无不同啦不同的3、4番3、4、5番其实加进前拢差不多啦是第一番是王柏宪嘛第二番是林祖伟嘛这是加过去这三场比赛较无同的所在是咱先来看咱的这个先发打数，尤其咱是先讲的这个球队啦咱讲到一番是王柏宪伊的这个咱讲打击力非常之悬这回红坑伫一番，2番是林祖伟，3番是咱的 Captain Taiwan 陈吉健，4番是咱的国防部长张玉成，5番是这个吴念婷得分可也之贵啦6番是这回做 DH 的高武杰，过来是7番是陈文杰过去嘛有真好的这表现，8番是今日苦破的这个张孝宏，9番是这个宋成瑞啦先来看到这个西班牙因的这个守备的这个阵容咱头头讲到因的这个投手排出来是第一场有出赛过这个 Raymond Russell 因的搭配这个保手是 Gabriel Lino， 过来是因的这个一垒手 Jesus Esteves， 过来是2垒手 Carlos Colomendres 过来是3垒手是这个 Encarnacion， 这个 short 是 Valerio， 过来是因的这个左外野手Hernandez， 这个 center fielder 中外野手是 Beltry， 过来是因的 right 就是右外野手是 Angular 因这个咱讲这个守备啦其实嘛是有这个好好这个布阵尤其咱讲到过去这个咱讲整个啦这个失误率咱的这个台湾队伫咧守备者可能伫咧顶一场比赛出现较济但是伫咧打线者，尤其是咱讲伫咧顶一场比赛才6支安打所以对打线者咱讲有做一个非常大这个调整头拄有讲到王柏宪过去的打击率是这个4队内底算上悬的所以伫咧遮咱嘛看到讲这个教练团的这个用心，希望拢是逐支串联毋知老师过去咱顶会伫咧线顶服务的时阵有问这个先发的打线安怎排其实有的人有摇到是啦但是
当然啦吼，咱看讲教练团有教练团的用意啦吼，的安排啦吼，咱而且比赛吼，今仔日拢是搁定新的开始，有影，所以咱讲着吼，嘛要鼓励搁较济咱的这个线顶好朋友，甲咱的 link 分享去吼，共款手机啊摕出来吼，甲咱这个公司台台 YouTube 频道，咱这专属的这个连接吼，搁甲伊分享出去。啊，今日看到阿明头前有足侪礼物的有无？吼，这个一组咧吼，就是600个人的时阵开始要抽奖品啊，哦，啊600个人就是一组吼，有这个保温罐啊啦吼，啊，搁有这个手机婆啊，啊，另外搁有这个落架啦吼，所以咱讲着600个人扎刀吼，咱讲第一个人吼，咱讲这个信息传到公司台起来吼，卖奖嘅这个咱讲信息内底，第一个人都要摕到，啊，每100个人吼，咱就搁加一个，啊，1000个人，咱进前有讲过吼，咱等下再来好好啊，搁加迄个。咱希望大家帮咱分享吼，有影，分享去吼，是看画面啊来听我甲阿明来讲棒球，报棒球。是，哇，咱看到讲这个 Russell 第一球啦吼，小可突起吼，这个骨气啦吼。咱头拄有讲到王柏贤这回这个出赛吼，3场拢出赛，7支安打吼，这个咱讲这个打击率吼4.8啦吼，哇，有够悬的悬啦吼，所以咱望。今日做这个调整的这个开路的吼，真正会当上垒再上垒，哇，这应该有安打好机会哦。哦，落落去哦，赞！哇，这个先发在打线，咱看到气温就来啊啦吼，有影。有影，咱吼，这个表示咱这教练团吼安排了真好啦吼。第一个打色吼，对吧？吼，咱就是好啊选吼，好啊选，介意的球较拍吼，无介意的球。爱较有耐心，咱等一下。有影吼，这是真好的这机会吼，赶快是主要哇，这个爱较细腻一个。要来一个头点啦。头点啦吼。或者咱来讲叫做 safety band，safety band 到啦吼。是。这算讲头点，伊是想要就垒的啦，毋是讲奥克利曼道，奥克利曼道是讲牺牲吼，牺牲曼道啦吼。家己较无共的。靠这个卡顶嘛，要走起一垒就对啊吼。所以有影，咱头拄看到这个主意吼，其实吼，咱讲伊伫咧保送吼，啊上垒遮吼嘛是不哩啊好啦吼，只是咱讲第3场无互伊来做先发，啊这回佫甲伊排伫先发有伊的用意伫咧吼。咱来看吼，今仔日的打算吼，除了这个4、6、8、9吼，这4番是正拍吼，是，剩下拢是倒拍啦吼，咱就按算讲用咱倒拍吼来想办法吼对付这个正投吼。Russell 吼，伊咧咱画面电视有伊有写毋对吼，其实伊是正投吼，足明显的正投吼，对无？嘿，伊毋是倒投啦吼，咱讲正嘛讲右啦，右投啦吼，右投吼，正投哦，啊你讲倒拍哦，啊折拍，这拢会使，嘿，所以你咱台语的讲法吼，会较丰富较多元，有影，嘿，我想要掠这个二垒，哇，水。好，这来讲，这个头垒就成功啊！是。哇，这个时阵咧无人出局咧，林志伟就一个吼得分可爱打击机会。是，咱这就是讲吼，咱这郑顺吼，伊这嘛有可能是一个吼，这个拍挂走啦，吼，咱讲 hit and run 啊，hit and run 吼，嘿，不是个拢是一个成功的这个郑顺啦吼，有影。哇，但是这个，哎呀，包切，真无彩啦，结果吼。咱讲这就是吼去切着腿啊，但是保手去接入去手台内底，哎呀，无彩啦！哇，但是安尼无，伊无落去头壳拢会使，就是有神着，但是这个佫落出去，啊，但是手佫接着。对，这记录上吼嘛是共款记一个三振。是，来，过来，Captain Taiwan， 咱的唱出来吼，是，咱这个台湾队长吼，咱希望吼起来都表现。是。哇，这个面对这个右投啦吼，伊介怪吼，右投吼，这个 Russell 咧，是，吼其实单击线吼面对哇伊的这个球速吼，豆来吹出来，啊先来看讲这个这个补球啦，安排来画一个补球的。其实你若之前有看这个12强啊，或是讲台湾吼，伊即马台湾的选手吼，较毋惊讲你快速球啦吼，是，因为这比赛经验多吼，啊个包括讲这用将吼，因的速度啊那真紧，对吼。我感觉讲这主要就是讲选球吼，这买球吼，莫随便出手啦。是，
你也莫随便就甲警掉吼，你就要逼使这个投手不得不吼投出较好的球，互你拍，形成安打的几率就变悬啊。是哇，这个袂歹啊，袂歹啊，哇，其实吼，这个进前老师来讲吼，看单极限就是看伊的选球，还是这个两粒好球以后啦吼。对，嘿，看迄腿啊吼，真黏啦，拿黏踢咧吼。黏踢，观众朋友应该知影是啥物物件吼。诶，咱无要黏，咱要直接处理。哎呀，无彩无彩。一个吼，我来搞这个，我打者来搞这个方向。是啦，哇，这算一粒 slide 啦，吼，这变化球啦，那个骨球啦，骨球吼。哇，所以伫咧两好球了吼，咱希望这个单极限吼，会当甲这个 Russell 来突破这个。是，咱看卖咧。好，黏掉的吼。有影。差不多的这个球吼，伫咧两粒好球了后吼，就是爱出腿啊啦吼。因为我这安尼吼，这个四线炸掉是不是？速度去炸掉，所以看到这粒球是几迈啦，吼，几公里啦，吼，时速是几公里？是。哦，这个个拼着一个满球数，哇，这时速154啦，吼。154，154差不多是93啦，吼。93迈。93迈啦，嘿。94，95啊，95，超过95，154嘛吼，95哦。是。95迈啊，我算真紧啊啦。算是火球顶级的啦吼。是。过来看满球数，哇，这海出去应该有一个安打。哇，无彩。好，满球数。这时线的关系啦，吼，时线的关系处理吼。就是。差不多要出去啊吼。哦，这嘛是一个变化球。对，嘿。这就是头拄仔迄个咱看过的第2好球吼。是。就是迄个飞空迄粒啦吼。这嘛是单极限介意的迄个位啦吼。是。满球数应该拍过去应该完到哇，但是哇，哎呀，袂，水哦！哇，这个袂使，我讲吼，莫想走垒爱巧，哇，这个讲出去真正有一个安打啦吼，虽然最近已经出现2支安打吼，哇塞，这个吼锻炼非常之赞吼。啊，二垒的咱头拄讲到王柏健吼来到3垒吼，哇，差一垒就当得到咱今日第1分咯。无同重要吼，同重要就是讲即马一人出局啦，你3垒有人啦吼，无一定爱安打，就我都摕到分数。有影，咱就是爱先开到分数啦吼。我进前讲咱今仔日吼，哇，要敬远的款是，还是拍一个暗号安尼？应该是拍暗号啦，比赛打开始啦，打开始较无可能讲直接就要吼。伊惊即摆，因为3垒有人，咱有可能会双头垒的战术嘛。哇，这个头较开淡薄吼，面对这个咱的国防部长吼，这个打击率吼来到3.85啦。甲先抢1分啊落来。有影，吼，先抢1分，吼，无一定安打啦吼。无一定要安打吼，咱就高飞牺牲打好啦吼。是。啊，顾路嘛是有法度啦。顾路嘛有吼。这可能嘛是唔当伤急啦吼。我感觉咱第1场吼有较急一点啊。是。咱望吼，咱的国防部长吼，咱的不懂细分吼，来是喊一支大，应该完蛋吧？是啊，哇，对，好，这大家已经来到，哇，2垒安打啦，2、3垒有人哦。水哦！哇，咱哪里？哇，你看，咱讲吼，这国防部长徛起2垒吼，这双手已经举起来。好，咱这阵来到2、3垒，好，这咱讲豆啊，爱摕出来吼。这18豆啊哦，6，18豆啊啦吼，这拢6，敢若一个，敢若是5，敢若一面是5尔嘛吼，这个6嘛吼。拢甲拉起来对吧？拉起来，有影啦吼。甲拉起来吼。水。哇，这嘛相信吼，咱这观众朋友应该是拿来拿者，搁靠我来。各有机会摕到分数了哦。是，咱的这个抢一个吼。得分扣啊之贵吼，咱今日5连停。哇，面对这个咱讲 Russell 啦吼，迄当阵是投咱3.1局吼，无4任何分数，但是第1局吼，咱这个过去拢已经过去。有影啦。今仔日是新的开始。我之前有讲过，讲这个今仔日要拍败西班牙的胜利的方程式就是先落在牛条勇。打革命吼，你看打革命，手臂稳。走垒爱巧，教练心头了得，观众吼，
气势爱好，气势爱好。有影吼，虽然咱这个转播吼，但是相信咱的这个台湾吼，所有看咱吼转播的这个观众朋友，头大应该拢听到咱安尼跳起来了吼。是。加油一下吼！即阵来到咱的这个五环吼，这个五连亭吼，共款老师头都有讲到吼，这个无人出脚吼，2、3垒有让人有足侪得分的这个方式嘅。对，伊即个吼，咱看到五连亭吼，伊即个拍法是对的，就是讲你2、3垒有人吼，你尽量往正边拍，好，你若正边拍吼，你要互送讲你进吼。迄个3垒要倒来本垒，2垒要到3垒的几率会变较悬哦。你无一定要安打，有影。好，就是讲这打球的观念啊，头壳当然是安打啦吼。是。诶，哇，这个应该是应该无出力，应该无出力哦。其实这裁判有怎么捧场啦哈。感谢你 ，Thank you very much 啊，五连亭啦吼，继续来啊帮助咱的这球队吼，继续来推进。哇！伊即个变化球变水啦吼，即个变化球吼，爱注意啦吼，爱注意，即摆两个好球吼，至少爱摸到球，吼，至少爱拍到球，爱像咱的极限安尼共款练啦吼。好，你拍到球的机会，即个非常的重要哦。有影。好，袂歹，伊家己控了无？哦，来，即个两粒白球啦，两粒白球。对啦，伊嘛是还佫有一个变化球的空间啦，吼。即阵看到这个西班牙对牛条已经咧烧吼，咱讲这个分数无咧嫌少的啦，吼。分数无咧嫌少，赞哦赞哦。即阵已经经到满球数啦，吼。是，继续互伊压力啦，吼。对。哇，即阵咱讲点便当的这个时间来提醒一下，吼，这个恰。好，咱的这个教练吼，甲这个高武杰来甲伊提醒一下，安怎讲吼？尤其第7，咱讲吼高武杰就是后一番吼，第6番啦吼。这个指定打击是。好来。应该完大，发布。冷静吼，咱讲别拢嗨起来吼，满球数其实安尼有念啦吼，或者咱有当球啊，讲出来就讲有啊是牛啊呢，牛啊即摆甲金啊咧看电视啦，小招来看咱，哇，这个有应该完打，分数高应该1垒，好，无一定完打啦，你讲你这个拍法是正确，我头先之前我就有讲啦吼，往正边拍，往正前拍，哦，3垒倒来本垒，2垒去到3垒。好，这就是真正确的拍球的观念，但是一定爱丢球啦。有影，好，有丢球就有机会。你也成功去3失，还是讲徛咧看吼，就真歹啊啦。是，所以这个5连亭的算是有1分的这打点吼，讲了嘛真好吼，就像老师头讲的，讲甲吼这个吼正边去啦吼，所以这嘛是推进吼，咱讲2垒来到3垒，3垒转来吼摕到1分，咱目前2-0。咱即马就是讲吼，看这个。高武杰吼，今日做指定打击吼，伊即个足侪人吼是无认同，讲伊法度徛即个位置啦，咱就拍哦，再看你无的球袂看，吼。伊感觉足侪有咧看台湾职棒的吼，拢会感觉讲规个职棒捌打比伊较好，腿也比伊较好的一堆啦，是安尼派伊做出来做即个指定打击啦。但是我相信教练团一定有伊的用意。是，咱就表现互大家看一下吼，高武杰。好，咱这个兄弟的这个苦搏啦哈。我一开始人咧叫我要讲今仔日的比数吼，我甲比数讲，我要比数肯定是3-0咱赢啦。哦，结果有可能第一局咱就3-0了吧？有可能哦。哇，但是这个哦，真可惜哦，高武杰好去用3胜哇。咱讲这个垒包头顶吼要有3垒，好，咱头头讲2垒吼，这个安大的。张玉成，但是留下一个战率，不过真好，咱一开局咧就3支安打，得着2分。哇，咱个即阵吼也邀请吼咱所有这线顶朋友，吼各吼做伙过来入来。好，有影，咱的这个观众朋友吼，共款嘛是会当吼有问题。吼，会当来甲咱讲着吼，你的这个问题，咱问老师啦吼。当然，咱头拄讲着，这个一开局吼，就有这个3支安打吼。咱讲第一个王柏贤摆伫遮吼，真正收到伊这效果。虽然咱讲啊，这个林祖伟啦吼，啊个这个高武杰拢是红这个3胜，但是咱其实有好好来突破。对。啊，这嘛是爱鼓励祖伟啊，含这个高武杰啦吼，伫咧后一个咱讲轮次的这个时阵吼，会当好好啊，佮甲伊发挥出来。同重要就是讲。
你安打爱串联啦，爱签起来啦吼。啊，另外就是讲，其实你看吴念庭吼，伊即个拍法吼，就非常的成功。是，吼，咱就之前就讲过啦，讲会着球袂着球嘛，因为咱第一场咱看吼，咱足侪拢袂着球啊，你袂着球根本就无效啊。是啊，有影吼，所以这个部分啊吼，咱望吼，咱讲每一个打者吼，咱拢会当有这个机会吼。即阵来到这个西班牙吼，咱来先看吼，西班牙今日排出来这个打线吼，西班牙吼是一番 Andrew Angulo， 二番是 Beltry， 三番是 Encarnacion 吼，这个四番是 Eustaris， 五番是 Estada， 六番是 Valerio， 七番是 Comenez， 吼，这个八番是 Lino， 九番是 Hernandez， 吼，咱今日排出来这个吼先发阵容咧，吼，咱的守备的部分，吼，咱头拄讲到是曾丹中午吼，咱的这个保守是张少雄，吼，咱头拄啊这个一垒手咧是拄则有讲一支安打的这个王柏权，二垒手咧是林祖伟，三垒手是吴念庭，小度是咱国部长张玉成，过来是咱的 left 吼陈文杰，过来是咱的 Captain Taiwan， 镇守咱的中外野，过来是咱的这个宋伯伯宋成瑞是右外野啦吼，所以咱今日讲到吼，这个咱讲曾丹中午吼，过去嘛是吼，这个大联盟顶级的这个投手吼，所以咱会当好好来互伊发挥一下。你看伊个球路吼，真多啦吼。是。有影吼，所以咱讲吼，这个球路吼会当压制西班牙吼，拢甲伊顶出来。哇，这球先看直接着咱的注意，吼，直接手套吼，直接轻轻松松啦，有影用两球啦，两球吼，就来甲结束。是，互咱的注意啊，吼，这个嘛是同款大联盟顶级的手臂，拢找伊遐就好啦吼。吼，用两球吼，透过这个接杀，吼，先甲这个一个人处吼解决了掉。过来轮到是因的这个二番吼 ，Beltry， 好，应该是好球，好球。好，你看这个后咧看电视的吼，咱咧转播伊的画面标一个咧 RPM 吼，那就是伊的转速啦，转速，转速啦哈，转速啦哈，速力的速啦，速力的速，伊这转速吼，速力愈悬吼，表示讲长愈侪人啦，互大家较 confuse 安尼，毋是 confuse， 就是讲你的球质会较好，球质会较好，比如讲你的快速球啊、变化球啊好，球质会较来啦吼，你的这个马开吼会较好，会较好。这个曾丹中午伊的球种吼不哩遐多啦吼。这也咱较早讲的，讲这个咱台湾咧形容球种做叫做七彩变化球啦。七彩变化。其实免到7种啦吼，你啊3、4种吼来就会使啊啦。目前这个球速吼，这个投手咱的中午领先。咱就看讲吼，之前讲的就讲咱要用球威吼，用球威来甲压制啦。是。压制着这个对手的腿啊。是。吼，互因连叽叽啦。看咱个闪现一下无？哇，这球可以喊出去！哇，差点接到吼，这个考验本地考验二垒手吼，但是小可较悬吼，接无到。吼，这是这个西班牙队吼第一支安打。这条球敢有伤红中淡薄？有啦，佢走来红中去啊。是。吼啊，而且这甲布阵嘛，小可有关系啦吼。你也讲这个林祖伟吼，伊徛卡这正平咧吼，球无定就有法度直接来接杀。是。啊，这阵轮到因的这三番哦 ，Encarnacion， 哎，是好球，非常之好啦吼。我记得阿明你有可能吼，咱这个有的人伊可能无咧看下面，可能咧开车啦吼。你可能有一寡速度吼，爱甲咱这个嘿，小可甲因讲一下。是，无问题。这一个变化球。这个话你看单中，这个曾丹中午吼，伊的这个速度变化真正真侪。这粒应该是180倍。这粒应该是一粒翘球啦，咱讲 curve 啦哈。curve 啦哈，卡布啦，还是讲曲球啦。是。或者4种语言我拢有讲出来。哎。哇，这个咱讲哦，一慢一紧啦吼，这是真标准的配球方式。因为你头一粒投这个敲球慢的110倍，这粒140倍，速度差是差30公里嘛。伊会真歹去掌握到这个拍球的这个 timing 啦吼。是，就讲这个 timing 就讲掌握到这个拍球的时机啦，时间点啦，吼。
有影头拄啊，这个西班牙的教练唔知咧讲啥吼，啊，所以这个主审含这个表啊，好，哦，这是讲表啊，嘿，照你讲是会去啊干扰到啦吼。哦，你这个投手吼，身躯有诶，包括讲你有诶投手嘛，袂用挂乌鳞的，挂乌鳞的，是哦，挂破鳞，嘿，有影。你会去干扰到啦吼。是，所以这个头拄啊，因为这个西班牙教练画一个 time 吼，是，啊，咱的哇，先来看这粒，啊，这个应该是 foul ball。这都是一个变化球啦哈，哎，132公里，啊，所以头拄老师讲的吼，这个中俄以这个快慢之间吼，真好来去掌握啦吼，所以这阵嘛是投手球速领先，啊，两粒好球，好，咱嘛希望这个投手的上爱变动，好，这个哇，这个要用一个关球哈，来咱讲一般咱讲 high fastball 啦哈，哎。要来甲伊吊，紧的关球啦，关的紧球啦，哈，是想办法来甲这打只吊啦。过来看这粒哈，哇，这球向迈出，但是咱咧，哇，都是安打吼，这个连续两个安打吼，这可能爱较细腻一个哈，是，爱较小心一个，因为这是球速领先的时候哈。领先的顺向讲出来了哈，是，这应该是一个啊，这粒算马叉，结果马叉哈，马叉拉无落来啦哈，哇，马叉咱就是讲一般就是讲这个哈，有 splitter 啦哈，还是讲福库啦哈，福库，啊这大叉小叉啦，大叉小叉这粒拉无落来。哇，但是这个时阵啊，张小豪嘛真有这个，好咱讲含伊。盘烂一个吼，沟通一个，是，这话time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因为你球速吼，绝对的领先，你控这安打是较无应该啦。有影，所以咱望吼，咱这个中俄吼会当稳定一下吼。这个上好吼，即马就是希望来一个好朋友啦。是，这个相杀打，相杀啦吼。是。啊，这阵轮到的这是这个西班牙队的 Eustaris。好，这是因为这个四番吼，因这个四番呢，过去对南非有一支全垒打吼，但是咱嘛望中俄好好甲解决吼，这116公里。这个球，这个就是敲球啦哈，这个就是真水的变化球。是。好，你只要投手的变化球吼，有法度投入去好球区吼，你就对打者就较有威胁性啊。好，所以这个同款吼是。这个 foul ball， 其实头拄仔吼，咱咧讲啦，就讲头拄仔两粒好球吼，你两粒好球的变化球无一定爱入去好球区啦。哦，你游怪伊就好啊，你甲调一个啊，你甲游怪啊，你讲好的马叉，好的马叉是讲，有当伊你要出水的时阵当落去。哦，有当嘛是歹，你讲啊，落较大就是歹球啊。这做回空率啊哈。是。好啦，共款吼，共款的两粒好球啊吼，是，咱过来西班牙嘛是咧出腿啊吼，甲破坏掉去安尼。啊，即摆就是考验着讲咱一个保守吼，甲投手的配搭吼，是，来看伊暗号，因为即摆垒上有人啦吼，是，咱暗号会拍较复杂。我配搭就是张小红啦吼，来看这个，哇，这个应该，不要紧，我讲这，因为即摆这点看有人啦吼，啊，你两粒好球啦，你还佫有3粒歹球的空间的啊，好，无必要讲抓紧吼，是，就点出你的武器啦，两粒好球，球速领先，哇，一个好球，吼，走较外角去啊，嘿，啊，伊这个到底这个靠啦吼，边边角角啦，是，好，这个曾丹中哦吼，面对。这个因的这个四番，啊，目前球速两粒好球，两粒歹球，看当来一个顺利来甲解决。水啦！这个回攻率，哇，这个变化球哦，真正。这就有来啦吼，因为头前吼，咱讲伊头前迄两粒咧set up，对吼。哇，你看这个变化球就真水哈。哇，两出局啊，水。所以目前呢，哈，这个伫咧第一局哈，这个。中俄投出来，伊这场比赛第一 K， 安尼这个危机就化解一半哦，一半啦。这阵轮到这个西班牙队5番 Estrada。哎呦，这是无，应该是画迄个，伊咧画 time 吼，伊咧画 time，伊咧已经有画，所以这
这适应这个时落啦，时间啊，咱讲赶快是个时钟啦吼。嘿，主心有手举起来啦。尤其这是记一个打架，可能打架无准备好势哈，所以是无伊记看，但是这是伊记倒手啦吼，这是倒手无准备好势哈。伊可能记得先来看这球，哇，这可能看卖咧，可能会超过你啊！哇，这可能走一分回来。好，这个是一垒来到三垒啦吼，啊，这个目前咧共款佫是一支安打吼，第5番的塔达，吼，伫遮咧讲出共款是西班牙队的第3支安打吼，得到1分。啊，头拄啊，这个一垒的这个人呐已经来到三垒。哇，这我哪有走较礼拜啦哈？哎，走较礼拜，尤其佫是拍伫咧这个中右外野手，是，这个中锋之间吼，这右外野吼，所以刷来中锋，才有法度来做守备。啊，不是个头前哇，先来看讲球场顶吼，这个大饼吼，林岳平吼，投手教练已经先出来啊。对，这有随时有状况吼，是，随时有状况就爱随时迄个。尤其咱讲这场比赛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咱台湾吼，咱讲拼正赛爱连6届吼，后摆之前老师嘛讲过，咱无要搁拍资格赛吼，所以正赛一定门票摕到。啊，这个同款吼，林岳平吼，投手教练嘛是真巧吼，先当因咧开这个，先当掉这个哦，好这个咱的中午啦吼，会当重新来 reset。啊，这阵面对的这个因的6番吼 ，Edison Valerio。好，这个 Valerio 的过去的这打击率嘛有来到3.6咧吼，所以伫遮咧吼，同款，好，咱嘛期待2出球啊！这必须要较细腻一点，哈，较细腻一点。这阵目前是垒包头顶吼，1、3垒有人啊。好，要面对因的这个打架啦吼。因这个掌握吼，掌握这个庄中华的球吼，拢还算袂歹了。是，这个球就小可较慢吼，共款快慢之间啦吼。啊，尤其咱过去嘛咧讲吼，西班牙吼，就敢若一个人是西班牙吼，其他拢是来自古巴、多米尼卡，啊，还有咱讲吼，Venezuela吼，遮这个国家的这个选手吼，所以咱讲哇，面对这个联军吼，其实中国啊这边应该会出来。啊，你先来看这球入手头无？哦，是咱的宋爸爸。哦，这就是个危机，这就是需要啦，吼啊！这球啊，接无踢起来，咱搁拿2分的咧。哇，这真惊险，真惊险。哦，所以这宋爸爸咧，唔那是伊的卡定吼，各位手臂能力。哇，这个 nice play 吼，好，甲伊扑落去啦吼，非常之好啦。咱这阵我感觉吼，这个 nice play 吼，应该会甲伊开站灯。有影。哦，这好佳哉。哎，所以感谢宋爸爸。过一届，感谢。啊，而且我看吼，啊，目前啊，你看这个争夺中哦吼，我感觉应该咱的牛条内面吼，其他投手拢有咧准备啊啦。伊真明显吼，无啥压会调啦。伊这球嘛拍得足水的啊。是。所以面对吼，咱讲这个1-6番啊吼，这个今仔日伊的这投球吼，投球第一个先找到二垒手吼，咱的这个主位啊，过来是小连续去用攻2支安打，过来是一支啊，吼，这个三振，啊，过来去用攻1支安打。但是这球非常之关键，这球不关键的，哎，有影啦吼。所以咱讲有好的手臂吼，有好的手臂，有当就是唔拿帮助投手，佮帮助规个球队啦。有影，哎，哦，所以咧开断掉去，吼，斩断去，吼，斩断伊，吼，继续进攻，吼，共款拢是3支安打，目前2出球嘛，吼，头头咧2出球吼，这非常的危险啦。是，有影吼，咱等下这个打击开始咧，咱的这个打线共款吼，是来到咱的这个7番吼，咱7番其实嘛是有好的表现的这个文杰啊，吼，这个文杰啊，吼，咱这个7番吼，会当期待伊共款上垒再上垒啦吼，共款，咱要过来看这个线顶的朋友，哇，要来到200吼，继续哦，头前的礼物咧等待各位观众朋友吼。是啊，希望讲观众朋友帮咱分享吼。是，啊，这啉茶也好啦，吼，手指泡还是要底物件咧看，遮尔好，啊，尤其咱讲神秘的礼物吼，1000人咱600人咱就当来公布啊。是啦，是。尤其是要签什么的，吼，好好啊，观察一下。来，今仔日吼，啊，台湾野球啦，第一代台湾野球，台湾输球都无啊啦。台湾野球冲到倒位？啊？冲到偌济？1000。冲到1000哦，单结迄个签名球衫。好，我来负责。哦，是哦，老师真好。嘿，我来负责。单结迄个签名球衫。
吼，有听到无？啊，咱这个编的吼，编的吼，来先甲大家奉上一个1000人台湾野球，台湾野球单结线诶，签名台湾球衫，签名球衫，是哦，好，交我来负责交互老师啦吼，阿明嘛要一领哦。好啦，即阵来到这第2个这顶半局，咱头头讲到是咱的这个6番吼，这个7番吼，陈文杰要来做打击。哇，陈文杰这打击咱当期待哦。先来看这球出来啊！哇，这个球无动掉吼，这个咱的陈文杰哇，这个打线安排真正有考量过。过去咧，陈文杰吼差不多拢是6番的这个位啦吼，所以今仔日互伊做7番，尤其是一个坎的这个开始，有影吼得到效果，同款伫无人出局，成一支安打，徛起一垒啦，水。哦，有影吼，今日花到3声嘛无要紧啦。是啦，系啦，水啦，水啦。你今仔花到烧声吼，影响100嘛啦。哎，咱会当是放1年才来花呢吼。哇，但是这个爱好好注意，张小红，哦，这个点用一个吼，用一个咱讲牺牲吼，是学去万道啦吼。不如讲这是一个成功的这个推进吼，甲这个头拄啊讲一垒安打的文杰啊送去你，咱的得分扣啊2垒咯。咱这个战术吼，就是想讲先来甲抢1分啦。是。过来要轮到是咱的这高欢头拄有一个 nice play 表现的宋爸爸宋兴瑞爸哟。咱来一般吼，一般有当咱伫来看到这种比赛，是讲，这个吼，前一半球有好的手臂吼，伊后一半球有好的打击。有影。好，咱来看卖咧吼，是这个88吼，88，嘿，佮继续顶半局，迄个表现吼，甲延续落去，延续落去，好，有影吼，这个咱讲宋兴瑞啦吼，会记哩第2场比赛，佮走一支吼，咱讲场内的全垒打，吼，所以咱望吼共款推啊嘛好，吼，伊卡场嘛好，继续为咱台湾队吼来做推进，还是讲家己嘛当上垒哦。咱头拄啊，这个周小红吼，这个点球可能是因为伊是正拍啦，哦，伊是惊讲哇，好不容易有人搞这个一垒吼。啊，结果万日来万不幸啊，去拍一个内野的角落吼，内野的涂骹球去变成上杀吼。所以教练团决定讲，看有法度吼，搁先抢1分啊，倒来无吼。有影。哦，这个应该是一个安打水啊！来，宋爸爸又一个安打，吼，这阵哦，要停去了。应该停来，袂使，一出球尔，一出球尔吼。啊，尤其这嘛是真紧啦吼，袂使冲锋，因为即摆搁轮到头前王博宪啦吼。是，王博宪就是一个真好的唱数哦。有影，这阵咱目前已经来到5支安打啦吼。哇，水哦，咱讲到吼，这陈文杰吼一垒安打，头拄啊靠张小红吼牺牲短打吼，去哩甲2垒，啊头拄啊宋兴瑞哦，共款。宋爸爸用头脑思考啦吼，咱头头咧讲吼，延续吼，就是延续伊好的表现。所以目前咧，咱是这个3垒有人啦，3垒就是头拄啊这个陈文杰啦吼，啊即阵来到这个王柏贤，头拄啊咱讲到吼，同款是今日第1支安打，这个换这个西班牙的教练团又过来，吼这个球场顶啊，先来看讲场面是安怎吼。教练团是毋是有甲伊的球收落无啦吼？应该嘛是一个 communicate 沟通一个安尼尔啦吼。我感觉咱今仔日加西班牙同大的无共，就是讲咱的投手有会使愈换愈好啦。是。啊，因的投手吼，我认为是愈换愈歹尔啦。有影，好的拢用完去啦。尤其第一阵对咱的这个雷吧，对啊，对咱来讲，对咱来讲是一个优势啦。哎，有影。所以目前啦吼，这个比赛来讲吼，咱的这个投手，吼，这个语调也是真充足的啦吼。我讲咱拍球的观念爱正确啦，就是讲即摆3垒有人啦吼，就是讲吼，伊即要来拍什么来一个头点嘛吼。可能要做一寡战术啦吼。是。这一定要用战术来甲因干扰一下啦吼。有影。只要讲吼，你球有着球，啊，就有希望啦。对，当有个1分进来。是。所以这个。王柏贤吼，这打击非常重要吼。第2局顶半局，第2轮的第1支吼，第1个打席。嘛是爱好啊选球吼，爱好啊选。这目前这个 Russell 这个用球数吼来到36吼，这个过去第1场伊比赛用球数吼有影真干性哦，吼这个50球以来吼，但是这今仔是最后一场啊啦，所以无啥物哦，一般来讲会使用一波哇。哦，是哦，吼这个球经了好吼，这球经了好啊。主审嘛无捧场啦，哇，这个打者的内角吼，
伊这主要是管道的问题。管道吼，伊感觉讲这个管道吼，应该个主审的判歹球是因为伊感觉伤低啦。哦，好你主审这种球无扣吼，对咱来讲就真有利啦。真有利吼，是，咱会当个观察你的球来去进球。因为这种球你也要拍吼，应该有可能会飞空啦。哦，是，所以这阵吼，赶快感谢 Russell 吼，连续投这个几个买球，咱的这个吼，这抢出来啊，这抢出来啊吼。好，这条爱好啊把无？是3摆1好，3垒有人吼，这大好的机会，嘿。哇，但是这个可惜哈，这做伊的这个回空吼，那这条卖 swing 应该是有补上的机会啦。对啦，但是伊认为是好球嘛，所以嘛选择攻击。这阵球数来个稳球数哈，这个打击的是咱的一番王柏贤。好来，伊这就可能这保守哈，比这个暗号顶来啦。也个顶拍暗号。是。好，包括保守徛出来哈。伊嘛算支持这个守备位置啦，安怎保定？对，安怎保定嘿，好，同款吼，来到这个稳球数，伊嘛有想要来一个相杀啦，因为咱一出局啦，好，所以这咱嘛是爱势力啦，哈，嘛是可以来的破拳，对啦，这是一个摆球，好，这个慢慢积累吼。这个咱的这个王柏贤呢，这回得到一个补偿吼，咱这阵已经是一个满垒这个局面，欢迎呢教练搁出来，这阵应该换投手啊。可能会换，是。所以咱头拄也讲到吼，陈文杰吼，过来是宋成瑞2支安打，这回咧王柏贤搁靠着补偿吼，咱这阵是满垒局面。有加这个球交出来吼，所以这个第一任的这个投手咧 ，Russell 吼，这个已经伫咧第2局吼投一个人次尔吼，一人出局，吼，这阵就甲伊换落去吼，用球数已经是较济啊吼，因为这阵咱的这个安打数已经来到5支。安尼咱的哦。这个第2局吼，咱就拍算按算来一个大局啦。尤其这阵来讲，嘿，咱讲这个2番开始，就是咱少年赛这个攻势开始。我昨伫台湾新眼界，我就讲看咱就前3局吼，大家弄落来吼。弄落来，5局几分？15分。无啦，莫好多，我是讲前3局就甲弄足侪分数，比如说我摕7分、摕8分。哎，咱人开始啦吼，咱人开始啉米露啊啦，人开始啉米露啊，然后开始无啉酒的人用啉饮料啦。吼，所以迄个厝内吼，迄啊较空旷的所在，注意安全啦，会使去买炮啊哈。有影咱即阵咱的线顶人数嘛来到229个人吼，咱来看讲，哇，这个应该无问题吼。看到即阵咱的这个表现，应该是大家无问题啦吼。有影，这个线顶的人，咱好好啊听咱讲，即阵问题无真济吼，唔免成问吼。咱就讲到吼，这个同款搁一届600个人吼，第一个人数吼，同款甲这个图查落来吼，咱邀请搁较侪人加入咱的这个转播的这个服务啦吼。目前冲甲变250人啊，继续冲吼！所以咱头拄也讲到吼，这个满垒局面，咱刷落来要轮到的是咱的2番吼林祖伟，3番吼同款是陈杰宪吼。这个满垒局面，尤其好把握，尤其咱嘛讲到吼，过去吼，这个咱讲整个这个表现就是无断连，但是今仔日咱看起来吼，这个棒棒断连，棒棒有机会啦，尤其选球这个部分，咱嘛是发挥了真好啦吼。所以即阵咱会当期待吼，因换起来即个投手吼，有人讲咧，因换起来投手可能有像啦吼。咱嘛讲着吼，等下头拄咱看到吼，是即个加西亚咧做热身咧烧啦吼，是毋是换加西亚咧吼？咱即阵来看球场顶吼，真正是加西亚哈。啊，即阵轮到伊吼，共款是伊的即个身材吼，哇塞！你有当有看到即个，当然这用分数较少啦吼。即个加西亚应该控球嘛是有问题吼。哦，所以咱选球爱好啊选，有影，爱好啊选。好，你也看吼，爱好啊选。这啊选到保送吼，共款1分，共款1分。啊，主位啊吼，嘛有1分的打点。吼，目睭背较金，啊心头掠较定咧，吼，啊手中的捌达唔通作射，来就有机会啊，吼。有影啦吼，啊要射不要紧，吼，爱分数拍得啊。有影。对，这个主要这个先甲伊破坏掉了吼。嘛是爱小心哦，爱小心，因为这个尤其过路即马一出局吼，你有可能会相杀打哦。然后主要好啊选球吼，咱搁制作一个吼，即个讲拍球的观念啦吼。是。哇，来个这个，咱在咧讲的讲伊的控球无讲介好啦吼，爱较有耐性的。卖头拄老师讲的扫拍呢吼，尤其今日这个偏内角
还是较悬的，这个主审安排拢无介意吼，主要当个敬一下，水3粒摆球啊， 3粒摆球啊，这个都老师真正是啊，替胜，好有影，好，所以即阵3粒摆球，咱这大家领先啊，尤其咱讲。等下这条伊若是要包卡这个甜的，可能嘛咱先观察一下啦哈，看伊切了啥啦。哇，这个卖出去，应该完大机会啦，好不啦无？好啦！盖我，盖我，盖我啊！盖我！无呢，主委在走呢。好不啦？那是盖我。这球不要紧，先走啊！不要紧，爱先走啦。爱先走，先走。等下因的挑战，不要紧，等下因的挑战。好啦！哦，林主委这个啊，在满垒这个球面送一个 home run， 哎，这安排啊已经判了哦。无，伊等下应该挑战啦，应该挑战啦。因为咱这个角度看吼，看起来这是法律某的，但是应该是有啦，哎，黄色这个。好有啊，来挑战啦，啊，不是讲咱讲这个过来看这个角度，这球出去，啊，这个右外野。来看卖，最后一个来，拜托的，第五关啊！看卖咧，哇，哪层？安尼看，安尼看，看无啥出来呢？是，不是讲咱是安尼，咱已经是6-1领先啦吼。这个角度真歹来按看端啦，嘿，看卖咧吼。可能会，看卖咧。包包吗？无。看卖，哇！但是这阵分数去用发到爆啦，对啦，发到爆啦，包包吼，这个发到爆啦，因为咱主要看迄吼，看迄粒球吼，有叫这个有叫黄色的砸咧无啦？哦，你啊黄色的叫砸着，啊就是线来啦，啊你啊这粒球一直自头到尾拢看会能通过黄色的迄个标格啊吼，迄个盖外机格啊吼。就是 home run， 就是盖外啦，就是盖外啦，吼，来看这球，水啦，嘛是共我对啊，满垒球面，吼，好个，虽然无 home run， 但是嘛是有够好好的，满垒好不能够，单个线，满垒气氛够好势啊，吼。啊，可能这个补上咧，能够送倒来1分。是。后影头拄啊老师讲着吼，这个换起来这个Garcia吼，控球无啊好势吼，同款有分数倒来，对，我就讲啊，你讲其实头拄啊哦，就是一定要好啊选，满垒吼，爱小心讲这个双杀打吼。哇，这条较可笑啦吼。啊，但是有可能结现啊，伊本来就伊的策略就是讲，伊先看一粒啊讲啦，伊无球嘛是真好。赶快来到咱3分，贴近台湾单结线。拍关头，拍关头1分啦吼。拍关头哇！好，咱看3位当走哇，强动来。上紧啦吼。这无紧也是关队这局面，无够。所以这个结线吼，这个打击吼是向接杀，不是讲咱这阵也是满垒局面。咱这个部队嘛是有机会啊，有登基的这个机会啦吼。咱看卖咧，咱来看这个距离，伤短啦，伤短嘿。所以哇，真正无够远啦，无够深啦吼。要紧球水团，要紧咱甲这个满垒服务人吼，满垒服务人会交咱这个国防部长啦吼。来，国防部长伫第一场比赛同款对。西班牙有一个 home run， 好看这支。国防部长就是负责甲这个情侣，这个1、2、3吼，这个陆海空吼，甲拢甲送到。陆军、空军、海军拢甲送到还好啦。啊，包括你家己后勤的部，后勤的我那倒来达到到咱的第7分。是。哦，你啊讲出就7分啊。啊这。爱安打哦，两出球啊！这阵目前吼，这个球数是投手Garcia领先，爱较注意，即马这可能伊第一吼，伊会投较开，啊第二就可能有一寡变化球啦吼。是，你看保守无，双手一比啊，好，这真明显的，这真明显的歹球啦吼。是，无应该去掠拍。人望这支大机的交互咱的国防部长，这粒应该嘛是袂伤好啦。是，我感觉这粒嘛是袂伤好，感觉嘛是比较快咧吼。就是讲投较开咧啦。水，好加在，因为吼，伊的歹球伤歹啊啦。伊的歹球伤歹，嘿，
歹球啊，爱歹就是讲有成好球啦。啊好来，这球吼，咱先观察一下哦。非常关伊这键。就无法度投伤开啊啦吼。伊投伤开就变个挽球线对伊不利啦。好，哎，哇！这么关键的救起来，哇，这但是啊，这有一下无彩啦哈，是有一下无彩，有一下无彩。哇，张佑成竟然去互这个 Garcia 救起来，这个 K 哇，这么悬的。但是主审无啦，但是有当两粒好球吼，应该嘛是袂用目睭金金安尼看啦。有影啦吼。有当嘛是爱像嘛落去破坏掉。是。或者有较可惜啊吼。哇，咱讲佫留下一个满垒的这个残垒，但是咱讲这局咧吼，靠两支安打，佫一个两个补上吼，林主伟有1分的这个打点，目前吼咱5支安打3分，吼3比1领先。哇，头拄啊迄球吼，这换吼啊，棒球比赛是安尼，你看咱顶半局有一个真好的手臂，你看咱这个后一局的抢数就足多，但是咱这个抢数较摕到1分吼，嘛是爱势力，变爱势力啦，变迄个势吼。佮转去因遐啦，所以这个二局下半吼非常的重要啦，吼。是，我感觉吼，观察这个投手的部分是不是会当好好啊来甲压制安尼吼？是。有影讲到头拄只啦吼，真正的这个咱小连刷单极限是一个接杀，本地讲满垒可能这个距离啊较远淡薄，咱可能佫会当走1分。尤其佫较可惜的是林志伟迄条，那真正出去6分，哇！但是迄就是呛死啦吼。但是林志伟迄点是好加在，伊虽然盖外，但是伊尾也是保送都摕到1分。你也讲伊。无完全无摕到分数，还是讲用三振，还是讲出局，甚至讲相杀，哦，迄个更加吃力。对，爱势力啦，一定要较势力者吼。有影吼，咱来嘿。因为我认为因的投手是愈换愈歹啦。愈换愈歹。咱哪有足好的投手啦吼。咱头拄讲到吼，孙怡瑞啦，吼，陈碧如啦，吼，佫有这个詹的稳动的，啊，佫有林维文，吼，其实拢会当好好来去使用啦吼。所以有影吼，咱这回。拜入吼，这个头拄也讲到吼，王柏贤也好，还是这个朱伟啊吼，这个选球真正真好。伊讲进前这个几场比赛已经是6届保送，加迄个保送已经是7届保送，所以咱嘛对伊讲，遮尔好的这个球率啊继续保持落去。啊，即阵到这个第2局下半局吼，同款是咱的曾吼单匹中单中午中午要来继续来斗吼，中午是呢7分。Commander 吼是因的7分，这个买翻车吼，哎，希望讲顺利吼，看我都3球3落，所以吼这个，吼都吸引伊出腿啊啦吼，制造飞空率是。我想这个连续2球，有影含迄个顶一局吼，小可无共款的。好，伊这有打者嘛是有规定的吼。是。无准备好势嘛是同款个。对啊。这球先来看讲中华亚有机会接起无？大家嘿，哇！这球无接到，但是咱讲吼，中华亚吼也是有伊好好保卫，无互伊这个咱讲吼，咱讲危险扩大啦吼。我感觉吼，教练团可能爱注意。是。你看，拢是2粒好球去用公安打的。和进前比赛同款啦吼， 2粒好球吼，等于讲你的武器球无法度去解决到对手啦吼。好，这个大家已经真拼死啊啦吼。你看我连续包括顶半局的迄个最后1球吼，其实咧对方你看球拢拍了袂歹哦。有影，所以爱好好啊注意者吼。尤其卖球速领先颠倒，优势拢转到咱讲咱的对手头顶吼。即阵来到这个西班牙队的8番Lino，有影吼，咱讲这个前3阵吼，咱有38粒。吼，残垒，哇，迄个分数那个换转来，唔知偌好咧吼。今日咱来解决这个问题啦吼。你看这个主审击球吼，其他人击球较无介意。较无介意吼。吼，这个目前来讲，这个李诺爱说你啦吼，李诺就是咱第一场看到伊讲一句服务人。是。吼，这个虽然去放伫8番吼，但是伊嘛是有这个长打的实力。水啊，水啊吼。其他就无法加啊啦吼。伊嘛，这个微微啊笑对主审一下吼，这球，这球就是非常之好啊，吼，投了好势。后来中午啦吼，共款甲伊的威力甲吹好势。啊，但是这粒哇，这个 dead ball， 哇，无人出局吼，这个靠 dead ball 死球哈，死球。所以我讲吼，我讲正经爱非常爱有警觉啦，因为你看讲。
满蕊啊，撞到这个第四番啊，结果是这个老是咧软蕊吼，满蕊的粘蕊吼，佫是三星有几啊种，你佫无出槌啊，你目睭佫囡仔吼咧看吼，这就正经爱真细腻啦吼。你讲这个冷冻的鸡鸭冰，莫做安尼啦，咱讲两粒好球了，差不多球都要破坏掉。对啊，嘿，你有出都有机会啊，是啊。但是咱看吼，这个来到高番吼，尤其是头拄老师讲的这个尾番册，应该好好来控制吼。啊，这是哇，这个打击率是100%。啊，不要紧啦，因为这个打数吼，这样本数3不如较少啦。较少啦吼。嘿。啊，这阵压这个底基的，哎呦水哦！伊这嘛有可能是有可能是假币啦。假币啦吼。嘿，假币啦，甲你干扰一下啦吼，因为即马投手伊感觉控球无啥会稳嘛吼。是。嘿。有影吼，咱继续来希望这个中俄然后稳定一下吼。是。最后是来一个相杀啦。哎，有影。哎，这个球点出去，咱看有机会无？点了袂歹。哇，点了袂歹吼，传到一垒应该是一个，哇，但是这是一个牺牲短打吼，成功推进这个西班牙队吼，这个吼靠一垒安打起哩，含这个4球起哩，吼来到2-3垒吼，牺牲短打，吼，这阵来到2-3垒，这个牺牲短打吼。伊就暗算讲想要甲这2分掠倒来啦吼。是，啊，这阵来到这个第一轮的第一番，啊，第2局的后半局吼，一个人出局，所以看这个蒋孝宏嘛，他都安尼一直比吼，叫这中俄可能较提一输。这非常犀利啦，因为有可能好不容易顶一局安尼摕到1分，这局就搁随送互人吼。是。伊即马伊也讲出嚟，都有可能摕到分数啊啦吼，所以即马同好是来一个三振啦吼，来三振吼，这个争单中俄，然后前用球数来到32粒，5万改压这条，哎呦，这粒水。所以主审今仔日是较爱这款，对，但是我感这种球真嘛恐怖啦，我感我那伤悬啦，还是伊无讲啦吼，是伊无讲啦，讲出去吼，因为我即摆是感觉讲你嘛是想来个三振啦吼，是，尽量莫讲掉。哇，但是先来看这个，哇，来到这个左外野。应该手臂无问题，吼，搞好这个，哇，先看卖咧，变看卖咧，哇，但是对啊，你也看，我就讲这嘛。好，这是高飞牺牲打吼，这是来自一番 Angulo 吼牺牲这个高飞打啦吼，有得到1分的这个打点。高飞牺牲打，哎，目前来到2出局。是。好啦，安尼这嘛算是机会啦吼。但是因的目的有。有迄个啦，有达成啦吼，因为一直都有人，吼，啊，即马这个爱特别细腻哦，是即来到即马1分差哦，哎，来到因的这个2番 Beltry， 一定该有公安打吼，是，伊第一局一垒安打，嘿，讲去讲出去争出去这个离队的防区，是，多。跳起哩主野，这个头壳顶啦吼，这Beltry的过去的这打击率吼嘛是算好的啦，所以排伫这第2番，但是咱即阵5万，哎呦中哦，我感觉这个中哦吼，伊今仔日的一寡变化球的状况无讲介好啦，好啊，当然伊讲伊这2天伫边啊吼，准备是拢准备了真好吼，哇，结果。即马是先来看讲球场顶，啊想要可能伫咧防守遮吼，因为即个规则内底有讲袂当极端防守，是毋是安尼？即个方式咱先可能有安尼即个因素伫咧吼。尤其你讲伫咧守一垒的吼，可能袂当偏挖倒位去。无，伊主要讲极端防守是讲主要即个一个。布阵吼，一二垒中吼爱有2个，二垒3垒中爱有2个，是，就是会使讲即个你也要往正手边吼，即个速度吼，即个速度袂使去二垒后壁超过这二垒，好啊，你也要往倒边吼，你这看到二垒手袂用超过即个二垒包。哦，啊头拄啊，可能是一个
一个境外去的呢，头拄境外去，我感觉头拄即个咱的休息区吼，迄教练是咧布阵，咧交代讲，哎，等下咱要安怎防守啦吼。是，因为倒拍变正拍嘛，哎呦，一个好球，水，好无前这个球手领先哦。即阵来到因的这个三番哦，因卡纳西昂吼，这个卡纳西昂呢，今仔日是有一支安打的这个表现啊，但是即阵投手球手领先，看当阁发挥伊的起功无？甲你开。啊，这球应该靠这个咱的这个手臂应该是无问题。哦，好加载哈。最后交互宋伯伯绝对无问题。哇，连续2局吼，拢是交互宋伯伯来完成这局，看伊这个气势，球弹吼这个对方吼，但是这局咧靠因吼这个牺牲。高飞牺牲打吼，甲因这个三垒这个人吼，甲伊送转来，目前摕到吼因的第2分。非常的紧张，咱分数绝对要扭开啦。啊，扭开啦，所以头拄主赢迄粒做无在，主赢迄粒啊，较礼拜吼，啊就开去啊啦。开去啊啦吼，咱规个势就一定顺啊吼。但是咱讲第三局，吼轮到咱的得分科是鬼啦吼，吴念定吼，共款，咱这个。中段也好，还是尾翻车也好，其实咱的这个先上垒吼，一个来，有影吼，所以共款，咱过来看咱的线顶的好朋友，哇，来到200外人吼，继续，有影吼，这个咱讲着爱加油，这个吼台湾上勇。吼，有个人嘛讲着爱细字啦，吼，有影，拄仔老师一直咧讲的。对啦。吼，尤其咱会当好把握这个势啦，吼，咱讲着拄则伊嘛是一个1、2垒的站垒，吼，咱嘛互伊，吼，咱后摆无爱互伊上垒啦，吼，无爱互伊站垒垒，啊，但是咱的这个站垒垒爱好啊来解决，吼，尤其我看今仔日有可能是吼，这个打击战吼，但是歹讲啦，因为我感觉我认为吼，我认为有可能第三局咱就换投手啊啦。我嘛安尼理由啦，吼，咱头拄讲咧武器啊，搁较济随时拢准备掉的吼。尤其啊，这棒球的物件做歹讲，有当你今仔日伫牛条连投好势，结果一正式登板，哇，较开始出问题。是。吼，啊嘛有诶，甲我讲哇，今仔日就是足歹吼，状况真歹。结果一打到投手区球一摕到尔，选手对手一徛起嚟尔，胜叫，这嘛真歹讲啦吼。有影啦吼。所以咱讲吼，这个好啊来把握吼，咱的这个打击吼，尤其咱这回是轮到咱的这个5番啦吼。会当期待上垒，老师头拄一直讲的吼，尤其咱今仔嘛得到2届这个保送啊吼，咱讲唔免安打，同款嘛是有上垒的这个功力的，爱选球哈，较有耐性的哈。是。好，因为咱顶半局咱就看到这个吼，控球无讲介好，同款，吼第一球先来一个买球水，这个加西啊哈，加西啊是接替今日这个 Russell 吼，同款，水，非常的这个感谢。因咱头拄等于讲是3、4番吼，你来讲就等于讲3、4番的一个人拢3块垒包啊，3个站垒呢，嘿，哎呀，就非常的可惜哈。有影。好，面对吴念定哦，即阵摕到一粒好球。好像咱讲到这个吴念定的这个表现，第一场比赛对西班牙也是拍了真有心得的吼，所以会当期待。头拄老师嘛讲的吼，这西班牙的牛条只是哪换哪，愈歹啦，我认为愈歹啦。所以咱真正靠头前，真正一个好法甲讲落来安尼。好，分数希望讲一开较头前吼。你若球较开吼，咱的投手投嘛会较知啦，松势一下，嘿啦，较知啦，心理压力较无遐大。是。这球应该是foul ball无问题。共款2粒好球了后，真正出推啊！咱希望讲，这个吴念定不管用什么方式吼，上垒，拢上垒啦吼。冲！今仔看吼，这场第1局、第2局咱拢有摕到分数，就是拢咱第一个打者就有法度就打场垒包啦。有影，这非常的重要吼。共款是甲破坏掉的吼。有影，就是爱发挥咱的这个练功。你讲。第1局王柏宪吼，第2局这个陈文杰是，咱希望讲这个吴念定吼，伫第3局一开始吼，就打上垒包，来排球，哇，这个较可惜啦吼，一垒吼，叫一垒手刺杀，这是较可惜的吼，咱讲这个
无徛去你这个蕊包头顶吼，过来是轮到咱的这个 DH 6番吼，这个歌舞节吼，歌舞节。这回吼第一个打色是去用三信，吼去用第一任的这个投手三信吼。歌舞节共款，老师头都有甲鼓励，吼，即阵我甲鼓励一下，吼，咱网友一个好表现。共款嘛是选球啦吼。嘿啦，对啦，你对上无人吼，无啥物攻击的策略啦吼。吼，就是上垒啦吼，啊看用啥物款啊，是一地两地吼。哎。啊，同好是4地。是。4地拢甲包落来。嘿啊，但是有当你若讲4地，就是讲伤射大机的吼。嘿，有当都有歹结果啦吼。是。哇！这个球，这个球无好拍呢。哇，做这个打者的内角。也是较有耐性的啦。有影。哦，这个冒出去。讲歹咧，安打但是直接去找这个中外啊，无是讲了是袂歹啦吼，这个歌舞节较悬一点啊啦吼。悬一些啊，嘿。去由这个因的中外野手吼来接杀，因的 Hernandez。啊，即阵轮到这个文杰啦，啊，文杰来共款吼，今日这个表现伫咧第二局有一个一垒安打，伊就是倒来摕到第3分哈。是。啊，这个主意啊，选到保送啦，甲捡倒来，嘿。哇，面对加西亚，哈，即阵摕到一条好球。后影吼，咱真正爱甲加西亚搁甲攻落来。哇，但是这条过路找到二垒手。传用一垒，哇！这是咱较无想要看到的刺杀，尤其是三上三落，哇！这是这回吼，这个第一届吼，咱第3局无得到任何的这个分数啦吼。哇！但是咱讲吼，安尼这替换其实爱甲咱讲搬到较久的吼，袂当安尼红轻轻甩到三上三落来。我感觉应该换投手啦吼。是。即摆来讲看这第2任的投手，应该是上，因为即摆1分差啦吼，其实。唔能够失分啊啦吼，但看是即个徐玉熙是，还是即个孙益蕊或者是讲即个林宪文陈碧玉林维文林维文啊哈，林维文的用法应该会去对左导，左拍，因为左导嘛吼，是，而且可能会较任务型的啦，就是讲较关键的时候，咱后尾来跳炸弹啊，才当着倒拍，是，咱派这倒投起来，有影。所以咱讲吼，即阵来到第3局这个后半局吼，咱是毋是换投手吼？头拄老师讲应该是换，是咱等下当好好来关心。赶快咱来关心线顶的这个好朋友，嘿，有想要摕咱的这个球衫无？嘿，都爱扣人一摆呢。对啊。咱个小解一下咱的这个礼物，吼，公司台语台，吼，保温管啊，吼，搁咱的这个手机婆啊，吼，这嘛真利便，吼，内底嘛真有这个真有品质啦，吼。所以咱来当机台，赶快叫大家一摆，公司台语台，吼，紧一摆，安尼。后来到这个第3局这个后半局，吼，咱望这个人数是直吹啦，吼。这个广告那算有较紧一点嘛哈，有较多一点嘛啦，这可能应该是换投手啦，我感觉啦哈，可以练投的时间较济。是，嘿。有影吼，所以咱期待搁较济人之外咧，好，咱今仔是，继续呢？继续哦。是安那，即马是啥物？啥物理论安尼哦？不是个，咱讲吼，第3局顶半局先吼，这个咱的中俄吼摕到一条好球。是因为顶一轮这个叫三振。敢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即阵来到因为这个4番啦吼。因为我感中俄伊今仔日的好歹球有当伤过明显啦吼。你无法度去诱拐着打者。是。即阵是面对着。因为这个4番，还是讲其他的投手有啥物各样啦吼？因咱拢知影讲啊，最近吼台湾这个流行感冒吼，大家拢挂嘴啊，是，所以望大家身体拢爱保持好势啦吼。我感觉是因为这个顶个叫三四，我想甲掠一件，无要紧吼，咱这个共款。
中午要搁展现伊的气功，吼，面对的是因这个四番吼。好像相信这个牛调也是有人咧准备啦。咱伫咧头前吼，看较状况就是讲两粒好球吼，无即个武器球来解决啦。是。哦，啊，这球应该是互防守的。人讲卖咧哈。哦，结果去宋爸爸来接起来，水！哎，今仔宋爸爸是咱的福星呢吼。有影手臂锤绝对无问题吼，所以这是这个一个接杀吼。目前同款，咱要互伊三上三落。啊，这阵来到的是因的这个五番 Ruben Estrada。啊 ，Ruben Estrada 咧，伫咧顶，伫咧第一局吼，第一个打出的时阵吼，是一垒安打。哦，同款啦吼，这个安排啊，是毋是提前打架？这个时间上嘛是要注意一下吼，还是目有风飞沙？有花 time 啦吼，系有花 time 嘿。哦，这个轮到的是因的这个五番啦吼，佮开始准备打击。目前这个投手用球数45，水啦，互伊挥空。赶快啊，武器要甲垫出来啊！关键还是两粒好球迄粒啦。有影。我讲是啊，两粒好球迄粒哈。是。水连刷。来，咱这咱大家观察啦哈。头拄啊投出来151公里啊！还是讲即摆愈吹愈紧啊哈。哎，烧啊啦！已经烧啊啦。安尼可能。这教练团知影是这愈来愈好的，哎呦，无赢！哇，这个伊就讲较低啦吼。是。其实这个资讯不了稳定啦，因为头前有几啊粒这个位置，伊拢无爱扣。伊拢无爱扣啦。嘿，但头拄啊这个球速嘛，吹到152公里啦吼，所以这粒球会让期待可能佫一个起攻。哇，这里免叫，这嘛算丢药成，交互一垒，顺利来个解决吼。无问题，交互咱国防部长。大丈夫，哦，球吹伊就对。咱嘛是共款来甲一个三上三落啊！哎，有影，有影吼，顶半球伊甲咱三上三落啦，嘛是咧以牙还牙，啊，幸好等伊。哎，过来轮到是西班牙的这6番吼，头拄是一个 fly ball 吼，去用接杀。有影这个威力。哦，151公里啦吼，这阵球速来到50球。今仔日加球速，今仔主要吼，主要是讲大会限制啦，吼，进攻85粒啦，啊无虾米吼，无咧算30粒、50粒，迄拢无意义啊啦，吼，因为这是一个比赛嘿，这最后一场啦吼。是。哇！但是这期咱先来看遮，好加载，野手，好，无问题，咱来问过啦，大丈夫，赶快上三落，非常之赞，水啦，所以吼，这个咱今仔日这个中午吼，到甲即阵，赶快互伊3上3落，愈投愈有信心啦吼，哇，非常的赞吼，所以咱讲着吼，这个等下第4局顶半局吼，换咱的。张少红，咱的8番吼，想要来做头番吼，来去讲吼，赶快，咱一直咧讲的吼，头一个是毋是会当上垒是真好的关键吼，有影吼，咱毋望张少红，尤其这个891吼，搁来到1番啊吼，所以这个攻势若收起来，就当带动咱后壁这个吼车啊、推啊，会当好好来讲，赶快吼，目前赶快250人。咱顶回有到300外人呢。是啊。哎，观众朋友，过去可能可能足侪人入去看啦吼。哦，入去看嘛是爱开咱的这个 YouTube 呢哦。但是伊也无炸耳机的话，伊就无法度啊啦。无你就爱变安尼吼。好，赶快过一届吼，赶快互咱的这个手机啊拍开，吼，赶快，咱会当好好啊来。楼顶招楼骹啦，阿伯招阿爸啦，嘿啦吼。有影吼。家迄个吹一下，吼，你的 line。
吼，你的 line，嘿，甲帮咱分享出去吼。你的迄个因为这是较特别的转播方式啦吼。嗯。你用有若看这个吼，看这电视吼，还是讲荧幕，你伫电脑头前，你伫电视机头前，恁拍开画面吼，啊来听阮的吼，讲球的台语，用台语来讲。有影吼，这个咱用台语报这个啊国际赛事吼，还是讲这个比赛吼，真正吼，咱这个国球老师霸面吼，这个老神角啊吼，啊看球内底咱拢看这个，咱讲看这个内在啦吼，有影，这个球路也好，还是这个安怎策略也好啦吼，其实老师拢讲了非常之好，所以。紧诶，哦，有啊，有咧去啊哦，去啊，哎，紧诶，揪入来，帮咱分享一下，哇！你看这咱台湾这吼，搁因国外嘛有这个转播单位啦，吼，是，哎来，即阵来到咱的这个八番的蒋少红来到第4局这顶半局吼，蒋少红同款爱上垒哦，今仔咱的保守，有影啦，这个。今仔这主审吼，加球无啥爱，加球无啥爱吼。这个头拄啊，这个蒋少红呢，这个第一个打出呢是这个牺牲打啦吼，是，所以有法度来推进。可以，捌大家摊腿，无啦，这怪咧尔，对上无人吼。是，诶，是比咧尔啦，嗯。这蒋少红啦吼，伊个捌打嘛袂歹啦吼。目前这个也是呢，这个第2任的投手吼，甲死啊！咱也法度甲因这个第2任吼拍落，嘿，佮拍落吼，我就讲因会愈换愈歹尔。是，好，咱的这个，哇，咱的买番车啊啦，加油！哇，这个好，这个哇，这不是三星呢，赶快有酒类光临，感谢你。这点实在是真趣味啦。哦，这老师甲咱介绍一下。这点其实是一条非常歹的球吼，结果蒋少红去出腿啊啦，出腿啊飞空，保守吼无接到啦，好无接到这个棒球球规则吼。垒包顶啊，无人就当走啦吼。冇咪，一垒无人，一垒无人是无人出局，一人出局的话，2人出局，一垒有人嘛是用走。是。哇，但是这个时间的准备。诶，我可能去季防一粒好球啦吼，这个轮到是咱的这个宋伯伯，今仔日有一个一垒安打的这个表现，同款透过不惜三振无死的蒋少红，你个拍倒来，哦，这个是一个牺牲打啦吼，所以咱今仔日较保守一下，1分1分安尼甲攻起来。是，就惊讲惊迄落啦，伊即马就是惊咱的讲出双杀打嘛。是，吼，所以宋胜瑞吼，宋胜嘿对吼，这个宋胜瑞。这个牺牲打，吼，甲头拄啊不惜三振的这个蒋少红送起2垒，这阵轮到咱的同款，吼，今仔上垒率100%，吼，第一个打席是1垒安打，1垒安打，啊，过来是保送，吼，同款，吼，发挥你长期的这个能力，哦，即马做一个抢出来啊，吼，抢数，即马讲等于做这个抢数啦，吼，啊，拼这2番啦，吼，对，这个咱的主意啊啦。我个人坦白讲，有较保守一点点啊。你讲牺牲打呀？系啦，我有较保守一点啊啦，吼。是。但是咱往扑克啦，各解。因为这场比赛是安尼啦，这场比赛毋是讲咱的投手完全甲因捌打压掉的，互伊无法度得分。吼，啊，咱若只要有得足少的分数，抢分数，这种一般是讲抢分啦。啊，但是咱的投手啊，对袂掉，因有可能去得分，咱这个牺牲打这种较有意义。哦，我是有淡薄仔怀疑啦。是。哦，因为这棒球比赛你也看较久的拢知吼，同珍贵的就是出局数啦。哦，啊，当然你要防止双杀打，我哩有足侪方式的。是。咱看即摆是第4局的尔，这毋是讲第8局、第9局吼。是。这互各位观众参考啦。参考者。因为我讲的会较直接一点嘛。诶。哇，但是这个吼，同款。这个加球声着王柏权吼，这个选球头顶爱较注意淡薄。哦，你也讲，咱的投手是非常稳，吼，啊，因为捌打点积极，哦，咱有影抢分，吼，这就有必要啦，吼。是，咱期待柏权吼，同款上垒啦吼。来看嘛咧，诶，好，这个可能会当2垒到3垒去啦吼。看嘛咧。啊，无走，无走啦哈！好，这可能蒋少红。无啦，因主要吼，这2出局啊吼。是。第2垒、第3垒意思差不多啦吼，你也无真有把无必要去走啦。是，所以王柏权呢，这回是去吼由外野手甲伊接杀起来。
这轮轮到的是咱的主役。因为我看个人看是安尼啦，就算讲你去抢到1分，互你抢到1分，领先2分，即马第4局啊，咱的投手压袂掉，即嘛有可能搁随个互人啊。所以我一直认为咱即马就是爱一直积累得分，出局数是同珍贵的，上重要的。卖出局上好安尼吼。是。然后即阵来到咱的主委啊吼，主委啊，伫这个对西班牙吼，共款收2支2垒安打吼，1支安打吼，1垒安打这个表现吼，所以咱免好不人啦吼，打点就好啦，打点就好啦，打点就好啊，然后今仔个打点就好啊啦，嘿。哇，但是也是弱咧拍咧吼。是。好，咱台湾队吼，这个爱顺球个得分的这个部分哦，吼，尤其来到主委啊。啊，这嘛是算讲这点苦啊吼，这点位置有人。是，千万爱好啊爸。这可能买投啊，投啊开啦，对啦，因为你都无歹球嘛，2个好球啊。目前咧也是因我看第2任投手吼，甲4啊，目前用球数是来到40粒。同款哦，咱来注意啊，顺球突破。好，这球攻出去，有踢去杀出无？哇，上悬啦哈！上悬啦吼！哇，去有这个做外野手等伫遐接起来，哇，这是咱讲本地有一个不死三振吼，但是这个无有虽然有推进，但是教练线吼拢强接杀。目前呢，吼，伫咧这局无得到任何分数吼，来到第4局的这个后半局。咱过来观察一下。哎呦，嘿。咱的人数突破300咯，各位观众朋友，加油加油！啊，仲个1000嘞咧，无紧升600，咱会当先送。啊，升600吼！观众朋友啊，阮要送出去哦，你莫互奖品留伫咧遮哦，安尼阮两个交代袂过哦。吼，300，吼300，继续行。哦，伫咧咱第3局的这个后半局，其实咱嘛是互伊一个咱讲啊3上3落啦吼。啊，这回第4局。下半局应该换投手啊，吼老师。应该是爱换啦，我感觉较无。其实甚至于我顶半局我就认为会换，嘿。但是好你刚才伊尾啊有混乱吼，所以3上3落啦吼。所以即阵轮到这个第4局的这个后半局，嘿。啊是讲，因本来就设定讲吼，伊就是基本3局，3局，啊，佮换一个3局吼，啊后壁2局1局，啊是讲1局，嘿，对，哦，3-3-1-1-1，哦，对，嘿，啊是讲3-2-2-1-1，啊，这拢嘛有可能啦，吼，是。咱看今仔日投手安怎调度啦，吼，这个大饼吼，大饼加这个王健的是牛调教练，啊，大饼是投手教练，是，因两个配有这顶这个11月迄个经典赛吼，就配12强啦，即摆应该是换投手啊啦，是，广告较久淡，看是换这个饲料鱼吼，还是看什么人？有影，同款哦，推销者，咱头前的这个奖品是毋是无够明显啊？伫遮哦，进来哦！哎呦，这阵换投手咯，伫咱的这个饲料鱼火球男吼，伫个饲料鱼。顶一场比赛有出赛吼，这投出来这个速度吼，虽然一个人厝啦吼，迄人阵157公里，吼，咱讲火球男是毋是？咱希望讲吼，这个饲料鱼吼，吼，至少看因投遮3局、4局，OK。同好5局，哎，无顶6局，啊，用球数拢真干净啊！哎，是，赞，哎，好，咱来观察一下哈。是，这阵轮到这个西班牙队第4局下半局吼，轮到是呢7番 Comanares， 啊，这个今仔日是有1支安打的这个表现。所以咱今仔日就算讲这个用这个双先发吼，还是讲这个3先发啊来甲车轮战啊。是。哦，是，咱就是希望讲，咱的投手有这种能力啦。哎，速球投入去吼，吸引伊来这个降推啊呢吼。降推啊是要降倒？出推啊啦，降推啊是要降倒去。降球出推啊，降推啊。哦，你害着空气啦。哎，有影。迄个电风啦，上大港的啦。哦，你也讲无着，机电风就出大港的啦，嘿啦，算桥安尼，海推啊拿电风啦吼，有影吼，咱讲这饲肉鱼吼，笑嘻嘻，笑嘻嘻，继续来，先起来先送互一张楼客会使啦哈，有影，嘿哈，
K 功了得就对啊。是，先上一张啊吼。K 起来。哇，无彩吼，这个变化球嘿。算投了袂歹啦吼。也来试这个主审安排来检证就对啊。这个有较外角啦，嘿，有较外角啦。过来观察一下，水啊 ，K 比唔对啊，扭起来。对，所以咱讲这啦哈，持续去一届，就可以食一张 K。好，这条啊，这一明显的变化球哈，这应该是一个 slider 啦哈，看这看起来应该是一条骨球啦哈，咱讲这个 slider 哈，还是讲这个华语讲滑球啦哈，啊，台语讲骨球啦。过来轮到这个因的背番吼，头段是这个死球去用补上。你看这条有水呢，你看这条敢是肉叉哈，看起来有即摆像肉叉，但是。啊，等下看一下，看卖咧嘿，过来观察一球，水啦！哦，这个老来处理哈，嗨卡，哦，这个盖话，这支电风过奖啊吧？啊，咱机台伊继续过奖。你看这支电风过奖啊哈，哇，这海遐大海啊呢，两粒好球，继续请伊食 K。来，一起来送一批啊哈，一批啦哈，K 啊批，先送一个哈。送我这个西班牙吼，K，好，这个出腿啊，爱你，水啊！好加载，这两条好球去用讲安打吼。哦，这个 nice play，咱的扑拳，爱你啦，Thank you very much。这条爱你吼，这条无接到嘛，可能2地啊3地呢。是，哈。哦，这是一类方向，一类手都甲接起来吼。哦，伊这个打击的迄个技巧真好啦。伊算讲外角球，伊这顺势吼，甲拍去正边，杀去正边啦，用杀的啦。用杀的。杀去正边。过来轮到伊个高官，系 Hernandez， 吼，咱来持续去同款送互伊一个好球，同款吼，要来个起攻。这个吼，这个咱已经看过来了，这个位置主审都无扣吼，这个速度来到155公里哈。不要紧，有打买球，买球无一定伤在意啦，你莫伊讲伤歹就好啊啦，好，有打你这粒买球是陷阱，吼，就讲我到这个位置啊，外角架球你无扣不要紧，好，但是这粒球了会使我来。变讲后一粒吼，变我后一粒来铺底就对啊。咱讲set吼，伊迄是一个局啦吼，set局啦，好，这个好过咯，到日9林主委团向一队3球3落水。哦，就是需要安尼啦。好，所以咱的火球男，吼，火球王，咱的持续去吼，这个 K， 吼，一个吼，咱讲吼，这个互伊3球3落啦吼，非常之赞吼。老实讲，5局嘛吼。可以到5局，水。啊，即阵咱共款吼，看到咱的这个线顶的好朋友，共款楼顶就楼骹，阿母就阿爸，啊，紧来，尤其你咱分享出去啦吼。过来轮到是咱的这个中心打线是咱的3、4、5番，哈，单结现场又成5连定啦吼，咱有望伫咧第5局顶半局继续吼。咱讲来得分啦吼，是，即阵也是1分差的这个比赛吼。老师头拄一直讲的，前半段看会当，甲分数扭较开咧吼，哦，这非常重要。不如讲咱讲吼，连续2局吼，这个投手吼，曾丹中午含这个换起来持续去，吼，真正发挥咱的这个吼。至少4局啦，上过5局啦，吼，啊6局嘛不要紧啦。尤其咱头拄嘛观察到这个用球数真正省啦吼。所以咱讲会当期待，持续去，好共款吼，哇，观众朋友哈，嘛讲哇，这3场3落看甲真欢喜安尼。对。有影，继续来，好，咱的共款，好，线顶目前，好，这个继续来催人数吼，加的人数，这个球衫，好，这个位，好，这个1000人会有号码，有签名，老师已经准，老师你搁甲大家讲一下好啊。1000人就是1000人台湾野球，大家现抽钱啊、送钱啊，大家现的签名衫。讲唔来，系啊，紧哦，无下面要清气哦，紧哦。来吼，无咱过来 Team 台湾第5局应该过来 Team 台湾吼，咱嘛线顶的朋友吼做伙来画吼，这个 Team 台湾。台湾上勇吼！阿未有发觉到无？今仔日目镜无共，无啊嘛无共咧。哦，今仔嘛是 T，
诶，踢啊，目镜嘛无共，目镜嘛无共啊。目镜是啊，要主要要怪开啊！顶2天挂迄裤拢输，你换球我目镜咧吼。我穿白龙呀，我穿白龙呀。哦，今仔咱台湾队要摕到正赛门票吼，就是到明年2026年吼。所以咱今仔轮到吼，咱的 Captain Taiwan。咱讲吼，这个经典赛吼，甲即阵唯一的吼，台湾队长拢是伊啦吼，继续要发挥伊的价值。以后无爱搁拍资格赛啊！不爱不爱啊！即届上尾一场啊，2026咱直接入去正赛。哦，啊，以后拢免拍资格赛啊！是。咱之前嘛比奥运的资格赛啦、经典赛资格赛哦，拍了有够神的。有影。诶，啊，这个球嘛是甲破坏掉的吼。这嘛。球数是45粒球啊！吼，咱看伊拍倒，拍倒，拍落去，哦，尤其咱中心打线，今仔日，吼，除了这个，吼，大家拢爱有安打哇，但是去找到这个二垒手，一垒手，这个小度啦，吼，小度，传向一垒，吼，去用刺杀。哇，即阵咱就期待玉成国防部长。国防部长爱记哩，这个第一场比赛对西班牙有一个吼，这个2分的红不让，好继续啦吼，上垒，吼红不让嘛是会使。目前今仔日就一支2垒安打啦吼，啊，但是较可惜的是尾手吼，无甲这个延续落去。对啦，同可惜就是迄个弯垒啦。是。然后去先上垒，加油！拍一支啊，大支。2块垒包，两块垒包，嘿，2块垒包，2、3、4拢会使啦，是。但是一定要上垒啦，吼，上垒较有希望啦。尤其咱讲是这个咱3、4、5番啦，吼，大家望大家期待，万众期待。好像这个用球数，这个加西亚因第2任的这投手吼，即阵已经连续投3局外啦，用球数嘛来到第49球吼，这个猎投了都50球啊，该拍落来。一支安打突破这个，好嘛是好，这个选球真重要吼。好，咱讲第一个投手吼，这个是那个 Russell 吼，活起来Garcia是连续投第2局、第3局、第4局、第5局。伊即马等于讲是，吼，伊第2局是。赶快是不惜三振，咱先看这局，但是哇，这个球无落足远的吼，所以佫传向一垒，好这记录上嘛是记安怎？这记录上记一个迄个三胜，三胜啊！但是伊算球落去吼，是2团3啦，2团3，嘿 ，OK。哦，因为伊算不是三胜吼，你保守爱传向一垒，啊无你嘛应该直接甲踢个。过来轮到咱的这个5番吴念婷吼，今仔日拢是内野这个过路，吼去用刺杀。啊，不如果咧，伫咧第一个打席咧，这个刺杀有1分的这个打点，上登来咱的这个分数。好，这个连续投歹球啊！哎，好啊算吼，好啊算，好啊进，起哩！得分！吴念婷加油！好，连续经到3粒歹球，啊，原来可能。等于讲，会使讲哇，即个第2任的投手起来，咱也无，咱也无安打呢。是。吼，目前拢也无安打呢。有影。虽然伊有送互咱即个保送啦，嘿，但是也未注意手内吼，即个拱出去安尼。即马选到一个保送啊，吼。是，咱的吴念婷呢，透过即个保送吼，连续4粒歹球吼，来到一垒。轮到是咱的这个高武杰吼，今日这个第3打席进前呢，一张 K 啊，一个去用接杀啦吼。咱希望伊有表现啊！有影，加油！高武杰咱的 DH， 赶快这个球投袂入去吼，连续5粒歹球。这个假使啊，咱进前啊，看伊进前的记录，伊其实控球无好啦。是。较可惜的是讲，无突破，嘿，咱拢无，虽然讲有吼，虽然讲有保送吼，是，但咱也无法度讲出安打。是，哇，这球未当无甲讲出去，无出腿啊，吼，所以这个记一个好球。啊，这嘛是较细腻点嘛啦，吼。是。
加油加油，高武杰，台湾队加油！哇，去肉拍啦吼。这有一个 foul tip 吼。这阵球速投手领先吼，高武杰也是爱顺球突破吼。看会当这个一垒有推进的效果，啊，家己嘛当徛起溜溜包。哦，一垒是哇，但是这有只可惜。可惜啦哈。哦，这个出腿啊吼，去肉拍吼，佫是去用一个三振吼，高武杰今仔日是已经2个三振啦吼。哇，这真正可惜啦吼，咱好不容易吼靠着5连顶选球，遮尔好势补上去哩。即阵要轮到的是这个第5局的这个后半局。我有影吼，自这个第2局吼，咱看到双方拢伫第2局以后，拢也未讲出任何的安打。后壁可能是投手，也是讲咱的这个打者来讲吼，可能拢咧顺球突破吼。尤其咱台湾队吼，这个连续3局吼，拢是补上去伫个垒包头顶吼，啊，拢无任何的这个推进的效果伫咧。啊，头拄老师嘛讲到一个关键，是毋是？就是迄个拍迄个关键，尤其这个牺牲打去哩，断去了后，就拢无去安尼。好，同款，咱来欢迎咱的这个观众朋友啦吼。这个咱讲，哦，有人讲先甲咱的这个先发投手曾丹中午来拍一下分数，应该有80分啦吼。你讲啦？有人这个观众朋友讲，先甲曾丹中午来拍一下分数。咱可能爱等到这个比赛结果才来拍分数。是。好。你安尼来讲，因为哪可能你无看开场比赛吼，你唔知影讲伊即个表现到底扮演吼什么角色吼？嘿，有影吼，所以咱讲即个期待啦吼，咱也是期待，咱的这个分数会当继续来领先，扩大领先。即马线顶的朋友讲，今仔日啊赢球讲第下无啊吼，有开放抽奖。啊，你开放抽奖爱知影，我即马大的 T 是。当然，我是加台湾有，吼，这是加台湾共我是 T 啊。但是因为咱台湾队吼，咱台湾队目前为止吼，无出敢若 T 的无啊。哦，伊佫加一死，我就感觉篮球就无啥要爱嘛。对，有 T 才要爱，有 T 才要爱。嘿，所以咱这个甲咱台湾加油！这个，目前来到这个第5局后半局，赶快是这个第2任的这投手持续。有人敢知这点无啊？是倒一个球队的无啊？吼。来这个线顶嘛，甲咱回答一下啦吼。对嘿，啊讲有对吼，啊又有对，我已经考虑啦，无嫌讲我这地过啊吼。这区域区这个个是dead ball。咱来说你哦，因为即马无人出局，即马1分差尔哦。尤其来到这个因的这个一番还开始啦吼。嘿，即马1分差尔，爱特别说你，嘿。我希望，这个区域区小可控制一下吼，目前用球数是15粒。好，赶快咱今日投出2个这个 dead ball。啊，咱投手的好朋友先来一个吼，因为即马1分差啦吼，所以表示垒上即个就是因为6分啦吼，爱非常的犀利。哦，这头头是境外啦吼，境外啊。哦，来这头哇，但是我接到。哇，这 all safe。爱犀利吼，咱讲的，这算头点吼，点出一支安打吼，啊，但是这个先要来做一下。咱讲 replay 一个，伊也无一定要挑战啦，咱也无一定要挑战哈。啊，应该是，有哦，咱讲这个咱的何姑教练，好比地形机。看卖啦，爱看角度啦，吼。是。哇，这个真重要咧。哇，无啊啦。骹走出去啊。哇，这点无去啊，吼。因为咱讲吼，这个电视辅助判决吼，其实一场敢若一届尔吼。所以这，球较哇，啊骹嘛离落去啊。系啊，是啊。哇，这用掉一个挑战器吼，实在较可惜，尤其头拄啊。伊即马后一球，伊就有可能嘛会点呢。是，西湖啦吼。哇，所以伫咧第5局这个后半局咧西班牙的这个攻势吼，头拄啊，咱看到这个第波路了。你看人哇吼，这个持续去无接到吼，这一个 drag back 吼。嘿，持续去无接到了吼，这个要来接的吼，传向一垒嘛袂负安尼。
这阵轮到因的这哇，哦对啊，我来包包嘛是要点啊因点啦，因为即摆无人出局嘛，伊要点到2、3垒啊，啊到第4番的来吼。是，好，咱看卖这局变非常的关键啦吼。是头拄啊，迄支应该嘛算安打对无吼？你讲啦，嘿，算来安打。是，这阵轮到因的三番吼，是因卡纳西昂吼，头拄啊伊的这个骨仔出环的啦吼，这阵来观察是毋是搁点安尼？有可能会搁点啦。有可能吼。水啊！哦，因3球哈，赞！啊，我的性格，伊即马2好球啊啦，应该就袂点啊啦吼。一个 double play 啦，性格扣起来嘿。持续去火球篮，吼，咱的火球篮改成3胜，可以接一张 K， 加油！好，这场攻出去是各路相杀的机会，团向一垒，double play，nice。哦，这正经投手好朋友哈。哎，交部长吼，团向二垒吼，二垒手团向一垒，无问题。这算讲这个6-4-3的 double play 哈。水啦，所以这个吼 N 卡西啊，吼团一个，咱讲吼，这个出现一个相杀打。哦，好加载，但是嘛爱细腻啦吼。是，因为这个3垒也有人的吼。哎，嘛是爱小心。啊，过来轮到是因的这4番哦，4番今仔有接这个咱讲第一任投手吼，这个中午的一张 K， 啊，过来是这个咱讲3上3落第3局吼，伊是头一个向接杀的吼，继续，甲你太好掉，赶快吼，摕到一个好球数，哦，就最啊，哦，投手咧好球数，绝对赢定咯，对啊，好，过来等一下 K 攻一下吼，是 K 起来。唔通好想好食困啦。有影啊，唔通好想好食困，也是爱细腻啦吼，因为这3垒有人啦吼。哎，水啊，赢起来！关键的三振，哇，这个继续去吼，咱讲开关，吼，这个头拄啊1、2垒吼，这个3垒嘛甲化解起来吼，虽然这阵也是3-2，领先，继续吼，咱来好好继续来为台湾队加油，咱先休困一下，多谢大家。哦，上啦！这个不用啊，这电影明星呢？不用啊，那就够啦。迄个大明星玉啊吼，亲像对恁母用有意思哦。有这款代志？恭喜你呢！啊，什么时阵要请阮大家啉喜酒啦？请你啉喜酒？你唔知哦，迄个电影明星已经互恁母用啊扛去啊啦。对我是照顾好诶。当然啊，我是你的男朋友，唔对你好是要对谁好？你甲友好车变啥棒？我甲友好啊，当咧交往啊。莫甲我骗啊！你若甲友好，早就甲伊做伙啊，哪就等到即马？啥啊？是我。我敢袂当一来？触温啊呢，真疼啊！你真正是眼波不浅呢。喂，人女主角一再主动给你机会，这种好康的哦，不是定定有。看这个办事哦，恁两个真记得要做阿公阿嬷，好谨慎哦。踮在台湾，咱身为一个台湾人，你讲台语本来就应该会晓讲的。不管你是讲真交讲，是你本身的母语，或者是讲你后来学的，啊，你会晓讲台语，就代表讲你对这个语言的重视啦。若是有闲的时阵吼，人家咧庄脚行行的，你敢捌去过偌内？你唔知影偌内对无？我互你了解过台湾真侪无共的所在。即届袂使讲是我选择公共电视台期待，是公共电视台期待选择我，这是我三生有幸啦。咱各位乡亲时代，2月15开始，逐礼拜六的暗时8点至10点，一定要收看咱公共电视台期待的来去恁兜洗婚书，千万爱收看哈！啊，若有闲，大家做伙来洗婚书。
欢迎继续透过咱公司台吼，做伙来收看这场非常精彩这个比赛吼。目前来到这个第6局顶半局吼，咱头拄讲到吼，这个哇，头拄这个饲肉鱼、笑鱼鱼吼，开工了得吼，甲这个化解危机啦。是，这阵是来看安打出来了，陈文杰，对啦，成过咱讲吼，这个因的这个一二垒吼，哇，这个哇非常之赞的一垒安打送啦。我定定咧讲啦，就是讲顶一局吼，应该得分。无得分，开到咱咱家啦，哎，水，陈文杰吼，今日已经有2支安打的这个表现吼，尤其是第一个人数都爱上垒，爱好啊表现啊，爱好啊拔，爱好啊拔，哇，这个单脚很好，赞啊！就是外口这个8番的张小红吼，是张小红今日有一个牺牲打啦吼，会把大哥比出来啊，是，哦，同款要来牺牲打，哎，收拍，来是做一个，水啦，变出来逃垒啦！好，咱这阵无人出局吼，咱的陈文杰都在一垒安打吼，头垒来到2垒咯。所以讲嘛，无一定爱正经点啦，伊这有可能就是一个收拍啦，是。哦，咱咧讲的讲马杀啦吼，该干掉一下吼。哇，这个加点吼，加点真拍啦吼。哦，张小红，伊这应该是，伊这应该是吼，无伊这应该是迄个马杀迄对浪啦，咱就讲吼，嘿。所以这就够一个推荐的这个效果，是2来到3垒那个，啊，水啦，水到回来啊！第四分，水，咱讲张小红这个吼，咱讲吼第打吼有效果啊，个传向15了后，吼家己徛起2垒，根本是无人出局啦。对，观众朋友唔过来3把，咱嘛拍到3把人。战术来活啦，吼，你啊看吼。打我甲拉起来，哎，水吼，这阵吼，咱讲到张小红吼，这应该有算一支安打，搁一个失误，无一定算安打，应该算失误，直接算失误，系因也直接伊也传的高是，伊也传的应该算失误啦，算失误吼，直接，迄个3垒传球的失误啦，是啦吼，虽然讲透过这个失误，咱唔若得到咱的这个第4分同款得点扣啊，也搁有人吼，宋新瑞同款，哎，继续，赶点啊乱你啦，讲一位，点啊乱你有听吼，咱这第5分已经走倒来2个连续2个失误同款吼，哇，这个推进都有效果啊吼，哇，所以2个吼，这个一垒安打2个失误，这阵咱已经摕到咱的第5分，好挂牌啊，乡亲好朋友啊。有送无头拄啊，我的这个 Apple 话区讲，咱2人叫上大声，已经90分，继续发，系啊，啊，继续炮乱，老师你话头拄拢是同一位的位来失误啦，无注意想讲是毋是搁重播？对，是毋是讲敢有看唔到伊？敢是 replay， 敢是 replay， 3垒手咧扣啦吼，无要紧，莫扣，我们要继续讲吼。咱加油！这阵轮到咱这个第4轮的第一番吼，保险今日吼同款吼，一垒安打一个保送啦吼，所以嘛是这个上垒率真好。同款咱这阵是无人出局吼，继续咱讲这公司，尤其你要看用球数67啊，头拄老师讲啊，因派无其他的投手啊吼，67球咧投，表示因的这个牛条可能嘛无法度好呢。这个好好应用啊吼，所以同款咱一个安打一直串联啦吼。是啊，我就讲战术来换吼，你也讲从头拄咱就看陈文杰安打上垒吼。是。这个张小红哦，我解说一下，就是讲这个收拍吼，伊是加点真拍，但是因为这有战术拍挂走，伊一直在想办法去拍到球的啦。对。不是讲了啦，伊是想办法讲到球啦，吼啊，但是伊虽然讲无到就失败，伊嘛是去干了到这个保守传球啦。是，所以迄个二垒还算这个战术吼，也是咱讲有投垒成功啦。是，袂歹，继续，这阵来到咱的福田加油。啊，这赶快吼，这个有迄个效果吼。你看伊这正拍吼，伊有感觉有这个推进的效果。是吼，不如说这个成功的这个咱讲推进吼，甲这个头拄啊失误吼，这个送吼得到失误这个宋成瑞吼，送甲二垒同款是得分扣啊有人啦吼。所以目前吼，咱的这个一个人出局吼，这个二垒有头拄啊失误去的这个宋成瑞吼，这阵来到咱的这个中心打这个第2番啊林子伟啊，分数无咧嫌少的吼。加体几分？吹挂啊！吹挂！哎，加体几分啊！门票加油！哎，啊，这个也是爱选球啦吼。咱讲投手的用球数85粒，伊个有15粒啦吼，所以这球咱讲有法度伫这个
佫两个人厝家攻落去。是，有影吼，猪要加油。好，赶快倒背入去。吼，这用球数对伊来讲啦，吼，无亲像讲伊这个第二局换起来，遐尔啊赖啊吼，所以啊个这个因的这个这个手臂无帮助啦吼。对啦，这主要这三垒手吼，这两个胜外吼。replay， 有咩一模一样啦？是，咱看这个猪也佫互伊一寡压力一下无吼。是啦，吼，讲较远淡薄啊。好，共款吼，选球非常重要吼。即阵咱看到因这个牛调吼，开始另外这个热身吼，这个 Alvarez 吼 ，Alvarez 吼，这个咧做热身啊吼。这个球应该佫选一下吼。好，这个安排个球啊吼。所以我刚刚头拄啊，迄个蒋少红吼，蒋少红迄个收拍吼，迄真关键啊！有影，所以这就好过出来啊！对，这就好过出来，赶快吼，加主要加油一下！哇，这个连续伫咧3粒歹球了后，连续2粒好球吼。赶紧，这嘛这粒好啊把吼。是，来，差不多就爱甲破坏掉伊，还是讲甲大了甲害出去？对，差不多吼。啊，无介意的甲拉掉啦吼。是。啊，有介意啊好啊把歹球选掉。哇，这球传向这个2垒，传向1垒，吼，甲这个主要刺杀吼。但是咱头拄啊，这个宋兴瑞自2垒走到3垒，啊，这阵轮到的是咱的陈杰宪，今仔有一个1垒安打吼来表现哦。台湾队长，来台湾，台湾队长，好，咱来唱一句安尼吼。啊，台湾队长佮讲一文啊吼。hit 到。好，这个咱这个18头啊，靠伫遐边啊，拉起来。哦，头点啊，这个，这真巧啦。伊想讲调到3垒遐，3垒已经乌面去啊啦，伊个摕到球吼，伊个无定已经后球失一阵啊，你知？搁互伊，即阵这个镜头嘛，搁摕过安尼吼。苦主是我，苦主是伊安尼啦吼。这真巧啊。是。但是应该袂个点啊啦，我感觉应该袂个点啊。尤其嘛是两人出局啊吼。我头迄是头点哇！但是陈杰宪这粒吼直接找到这个左外野手吼，但是咱这局咧透过一个安打吼啊对手2个失误，咱走上来2分，目前是5-2，水啦！吼，但是咱嘛是期待讲咱的这个安打也是要继续啦吼，尤其咱讲得分科啊吼，袂当阁有战略，袂使带，对，因对方吼。因即个还阁有迄个4局的进攻啦吼，是，嘛是爱说你啦吼，所以头因还阁有6、7、8、9吼，所以咱来一局慢慢来扣吼，咱阿希啊起来解决2局啊嘛，是，过来这第3局嘛，是，过来第4局嘛，过来第5局嘛，有影。继续，有影咱这个第5局，这后半局非常这个关键吼，尤其这个扭架，迄个对方甲扭起来 K 吼，今日341啦，是，冲起来，600啦，来，咱即摆先安尼500多，500先上，500先上一组，嘿，500就来，咱这变迄个话袂大啊，紧嘞，朋友，来。咱过来分享一下，咱的朋友也要 call 我来吼，咱嘛邀请这个朋友吼，共款手机我摕出来，搁分享一届，吼，搁分享一届。来看电视吼，看电视啊，听阮的声，听阮的声，啊，慢看阮的影啦。是，看阮的影较重要啦吼。不要，这个因要安尼对咧比吼，咱其实嘛有对咧比。我跟你讲啦，拜托公司啦，明年经典赛，咱公司台语台。哦，看有法度来转播无啦？有啦，看声一个，观众朋友是要看画面听咱的声啦，吼，是。所以这2026年，因为咱今日都要摕到门票嘛，所以咱都要好好准备，讲都要转播画面，免看咱无要紧啦。对，免看咱无要紧。咱只要一开始甲上尾有出现就好。不是，咱看有法度来现场转播无？所以。啊，这啊，我都去现场转播，用台语哦，这算讲拍台湾有水诶历史哦吼。有掉头一届，用台语，地球表面吼，用台语吼来转播这个比赛，来转播这个国际赛。啊，共款吼，咱来这个第6局后半局，共款是笑嘻嘻、饲肉喜胜送互一粒好球。
应该是第5番吧，哈。是，这个 Estada 啊 ，Estada 吼，今日这个表现来讲吼，这个嘿有一个安打，吼，搁一个刺杀，哇，但是伊爱4字哦，哇，但是 Estada 这球交起哩，哇，这个拍去有讲一个红不让。十多咧讲吼，讲这爱犀利啊！哇，这球哦，这个击球的初速度是113英里吼，这犀利，距离435。啊，你啊，你看吼，你看，本来3分，即马2分哦，正经爱非常的犀利啦。有影，好，袂使大意，袂使大意。加油，台湾加油！咱来看一下这慢动作吼，哈。这粒球应该是骨球啦吼，但是那种拉无法落去，拉无法落去啦吼，叫交起来。这处理的讲歹啊啦。是。这个头拄讲出嚟是 Estrada 吼。好啊，因小弟叫做阿歹啊。阿歹啦。过来是轮到这个因的6番 Valerio， 今日拢是2个 fly ball。哦，共款这条球哇，爱犀利，因为吼。因为我感觉讲这牛条吼，为着咱投手啊较济吼，牛条啊传到边，即摆无人出局哦吼，等于讲即个6-8分吼，要徛上垒包，徛上打击区，打击区，因即摆差2分嘛，是，目前这个比数5-3吼，头拄啊这个因的5番吼，讲一支红不让。Estrada 这嘛是伊这个比赛内底第2支的这个 home run 吼，因为这个 DH， 目前是4成的这打击率，好，咱也是这个垒上有打者吼，看会当来投手的上好的好朋友无吼，double play 一个，来到因这7番吼，今日有一支一垒安打，好嘛，加一张 K， 咱电波局有一个 double play 吼，咱希望这局吼，过来按一件吼，有影。加油！这阵是吼，哦，可以，嘿，就是安尼吼。电风扇较大机咧，吹较大港咧。好，咱持续也是有这个真好的实力啦吼。2粒好球吼，是2粒好球。来先来甲 K 一个啦吼，啊无来相杀一个拢袂歹啦吼。哦，水，又起来，开的哦，老师你真正神低神高。目睭银哦，目大连叽叽，目睭金死死，目大连叽叽，冷冻的机也冰啦吼。水啦，开起来。啊，有影吼，老师头讲 K 完就是 double play 嘛吼。是，所以这个 K。好来，过来换到Nino哈，第8番。哦，你逐支交好不要紧，你要交，阮就来甲你拐吼。你想讲好不啷怎好讲哦？是，唔通好伤好食困啦吼。唔通伤好食困。因若想讲目大作色吼，咱就用一寡买球来甲款待。吼，这点嘛袂歹啊，艺术教啊吼。哦，那要甲拐掉啊吼。有影。这球咱嘛应讲失局嘛。失局啦吼。就是先讲这个位啦吼，来，double play 一个，这个有这款意思哦，袂球袂管，袂唔能管，爱落好落啦，因为头段这个红不让迄支就是投得袂歹，但是就是落无落，同款吼，打电话那叫到水啦，咱坦白讲吼，投手的好朋友来一个。哇！一个 High Facebook 吼，这个激励灌球，灌得紧球，拢无掉掉，激励灌球，灌得紧球，咱大家演讲2招。对。同款吼，这个来武器来一个，等一下。好，来抓起来，水啦 ！2K swinging strike，有水无？
海豚啊拿电筒的吼，这讲这讲有够几束的，这个差不多，因为头度一个海出去迄10束好啊，这有8束啦，这有8束。这点人肉炒，哦，肉炒，哎，人肉炒吼，所以武器也是肉炒就是迄个叉就是叉球啦，是吼，嘿，就是咱讲 splitter 啦，还是讲 fork 吼，台语讲匙叉啦，哎，啊，还是有个人讲叉子啊，叉子吼，哦，所以啊，日本话讲叫做 hoku 啦，hoku，哎，hoku fork 啦吼，哎，fork，哎，亲像迄落你签嘛，嘿。好，这个连续2 K， 哦，来，可能的是啊，这个因为高翻，好共款吼，这个153公里吼，目前持续去也是，我来讲哇，啊对，这个 time 发了袂歹，发了袂歹嘿。好，这个林甲平中，这个高手教练先来，是嘿，该提醒一下，提醒一下。啊，免讲哦，休喘一下啦，休喘一下吼，这走啦吼，就是讲嘿，甲鼓励者，吼，应该是甲讲鼓励啦吼，甲讲即摆2出局啊吼，嘛免斗了伤闪，是，尤其佫是第9番呢，有影，诶，我啥知你知？咱看迄喙型，你讲吃哦，喙型啊，无啦，啊大饼系喙型啊，大饼，你讲啦，是啊，开的要紧啊，哦哟，莫伤开啦。啊，这个连续这个3粒买球啦哈。我是认为讲尽量加伊对决啦，对决啦吼，好讲，好咱的手臂来帮助啦，好帮助啦吼，嘿，无必要讲积累来对付对啊。哇，但是这个主心嘛无扣吼，所以是连续4粒的这个买球送一个补偿，吼补偿是因的这个高分吼。啊，较细理者吼，因为即马捌打轮回即个1番吼，啊，即马等于讲咱赢2分尔吼，等于讲吼6败2分拢伫垒包顶头啦吼，必须爱细理吼，特别来注意，特别爱注意。所以头拄啊，这个一垒的是这个红浪了后的因6番吼 ，Valerio， 啊，这个一垒是补偿，嘿，啊，即马7败拢叫咱砍掉吼，是。好，虽然这球吹到，但结起你应该是无问题，甲接起来。哦，接起来啊！哇，大家系嘛是讲赞啦，我甲接起来啦。虽然因这局咧靠着一支啊，这个红浪吼得到1分吼，但是咱讲这个小连续咧，咱提供了这个持续起啦吼，连续2 K， 啊，佮靠着但结起，咱甲接起来。阿明，你有发觉一个问题无？是。这场比赛吼，咱得分，因就得分，咱也无得分，伊嘛无得分。是。好加在吼，咱第1局甲第6局吼，咱摕到分数拢比因较侪。有影。所以咱即摆甲咱赢2分尔。咱加油！爱加油吼！是。分数无咧嫌少的吼。有影。诶。所以头拄啊吼，比赛愈来愈尾战吼。是。持续去已经几局啊？这第4局。无啦，3局咱即马过来要第4局嘛，对4、5人嘛，4、5人嘛，4、5人，所以第4局下半局应该会使搁互伊啦。咁会可能是3-3-3。哦，3-3-3咧，观众朋友来摇一个，咱咁会3-3-3，好来，观众朋友，第4局要开始啊，紧啊！无啦，这个7局下半啦，我意思讲3-3-3是讲咱的投手啦，3局啦。哦，对。所以这个朋友摇一个，还佫有半局的机会。咱第7局下半会换投手袂？好，啊，你换投手就可能我是啥？3个先头来，一人3局，一人3局。对。好，还是讲交孙益磊吼，啊你，所以当摇，因为咱这局要拍较济，咱拍较久，所以观众朋友有较济时间来去摇。是嘿。好，开始哦。摇要安那？摇会着。啊，够面筋，够面筋哦，面筋够有。阿明迄讲买7条了吼，所以还够真济吼，紧诶来摇一个。无啦，伊摇会着啊，摇第来摇换投第2，敢会投3局。是，这是无一定啦吼。哦，有人甲你的目睭金14，目大零叽叽。哦，好，这是有人吼，这个咱讲观众朋友可能有问题，是毋是？要来问一下。哦，哦，无吼，这45868就送啊，45868就吼，45868就送，所以差100，好不？差100。无人较紧的啦，哎呦，这个看到应该是林英杰来去看球，他说这个镜头这个 take 到啦吼。较早嘛拍过2个联名吼，咱的这个投手，这阵轮到咱的这个4番张玉成，好，咱的这个部长吼，因换投啦吼，嘿，因讲换投 Campos 进前嘛有出赛过哦，
甲你讲愈换愈歹啦，愈换愈歹啦吼嘿。啦，我无骗你啦，是，嘿啦。所以咱加油，甲突破吼后。面咱配合较久，我敢捌骗过你。唔捌啦。啊，对啊，一定是愈换愈歹啦。是是是。嗯，有影吼，这个 Campos 进前嘛有对着咱哦，哦，这个玉成吼，其实要寻求伊今仔日的第2支安打，第二支安打甚至是这个比赛吼赛季的第2支全垒打。是。哦。好，这个同款吼，这个换起来，这个 Campos 控球无好势，先来3粒歹球。歹球，嘿。先上率，上率，是是是。好，有保送就有机会。嘿。哦，这个，出来！哦，拍掉这个warning，这个应该中式的，应该有。二垒安打，嘛是有一个效果伫咧咯。我看 Campos 啦，用4球也是互咱的公务长去你甲2垒。讲着枪啊啦吼，讲着枪啊跳到个跳了不哩啊紧呢，哦，所以真紧就传倒来2垒咧，好加载呢。哦，所以今仔日咧，咱的张玉成已经2垒安打2支咯。你看哦，伊着枪啊无，哦，伊倒来传得紧的呢，这也无走啊紧的死呢。好，你看哦，对啊，好加载咧，输落啦吼。这轮轮到是得分扣啊之鬼5连赢，加油者，交互你咯。是啊。哇！但是不要紧，哇，伤短啦吼，嘿，伤短。但是这个咱讲，这个马达也是有食家吼。有技较歹一点嘛啦，有技较歹一点吼。不要紧，拢有掌握到，拢有掌握到。表示吼，你看，咱的球拢有法度吼，拍进10支啦。是。主要就是安尼啦吼。有影。就讲表示吼，伊这个投手的球威无够啦吼。哦嘿。咱来好啊巴嘛吼。是。啊无安尼好啊啦，莫做啦吼，7球1分，8球1分，9球1分啦，咱至少搁摕3分啦，好无？就是这个8比3，对，3比8啦。3比8，这个好啊，3比8。好，这个比赛哈，老师已经定好势啊。好啦，我是讲，我愈做愈好啦，13比3更较好。咱第7局嘛会使搁这个8分。对啊，8分啊，这阵要换这个大打哦，搁有加要换落。换这个林家伟啊，林家伟啊，本地拢是这个前3场比赛这个一番啊。有利啦，因为林家伟吼2场 K， 因为这个高武杰吼。状况无好啦，是。啊，换这个林家伟吼，伊也是有这个一支攻出去的实力哦，是咱期待。咱的林家伟，好，刷定好朋友，来抢出啊，抢出来啊！哇，这个嘛是，免急哈，头拄这个 swinging strike 哈，但是无要紧，加油加油！我这角度呢，则拄啊好，拄啊甲迄个速度砸掉，球速擦掉的。这支看有机会推进无？行了伤悬，嘿。哇，去互这个中外野手甲接到，嘛无法度来做推进吼。这个小连续2支，吼拢是这个交了。来，今仔日大文杰表现袂歹哦。好，今日有2支3支2哦，3支2吼，有2支安打吼来。加油，这个文杰啊！哎，来积分啦！我头仔讲到7、8、9吼，分数拢这1分啊啦，哎呀，好来，加油这个！文杰啊，就是袂歹啦。是。然后2垒积分，部长一定甲送倒来。是。好。啊，无叫怪哈。无啦哈。选掉这个变化球啦哈。是。选掉变化球吼，啊，必须这个投手吼，来用伊的速球吼，伊的直球来甲你对决。是。好，你看这个是变化球吼。是。这种的选掉。有影吼，咱这局真正好好把握吼。是。这个陈文杰吼，这个目前好好选球的。啊，这个明达兄。哦，这个公安队的明达兄。哇，伤悬啦！同款拢是这个位置吼，快去杀速，快来拉！哇，无彩啦哈！所以就这中外野手吼，这虽然有一个2垒安打，但是小连续吼拢是去互这个外野手来接杀，哇，介可惜，佫是老下，一个2垒的站垒。好，同款咱这个线顶的这个好朋友吼，目前咱这个人数已经345，无咱就350个先来送一个好不好
350就送，350就送。 350哈，嘿350 350呢，个150呢。今日加油加油！咱先来我这关，咱有准备足济组的，拜托的拜托的，350咱就先来送。第一个哦，吼350，然后你就甲查图，今日哦真关键哦，吼无阿面要对你来查哦，你就无机会哦。今日哦，啊喙齿400，搁1分，哦400搁1分。啊500咱啦。 500共款先送这啊，无咱就嘿，咱的规家袂当一直共。好啦，对，咱的机台搁较侪人入来，尤其爱大家见证嘛。是啦，哎，见证咱这场赢的比赛，对不？有影后咱继续啦吼，真正爱继续来吹分数吼。有影咱这个二垒安打头拄也是这个张玉成啦吼，来讲出今仔日2支这个二垒打，吼，所以。 这个但是小连刷，其实吴念定迄球讲了真好，哦，这个目打嘛真杂精啊，只是讲运气较歹。运气较歹是的嘛。系啊，但是这个单门界迄个 take it 杀术迄个概念伫咧。咱山顶的朋友拢摇啊，摇啊，敢有摇是啥嘞？应该是要换吧。啊，我感觉笑嘻嘻袂歹啊。系啊，好，咱即阵来到这个第7局的这个第7局啦吼，因为伊投4-5-6啦，敢袂讲咱讲的3局换一个投手，啊，看讲换即个孙益蕊啦吼，咱还有即个陈碧玉吼，所以即阵吼，这个攻守交换这个期间，紧来个摇一个，摇一个吼，350，去你，是，大摆咧好啊，即个400就搁送哦，350，400就搁送哦。 继续投吼，每一个50就送，每一个50就送。继续投就拿我讲的吼，就拿头前讲的吼，讲看会使投4局，即摆已经4局啊嘛，4局，还是讲5局，还是6局，哦，愈来愈贪心。哎，这阵轮到伊的 Beltry，The Beltry 是伊的这个二番啦吼。二番是。我要今日咱讲 K 讲了得吼，这个饲肉器已经送3张 K 啊对吧？是。哎。 哦，这个2粒好球了啊吼，搁较试探一个款。无，去落去应该4张 K 啊。4张 K 啊吼。第4局一个嘛，第5局一个嘛吼。是。啊，第6局有2个。哦，对。哎，拢总有4张。4支，铁机。哎，咱就继续维持这个吼。来。铁机是4 K 的，啊，你敢若5 K 的，5 K 叫咩意哎，来讲，你无咧博缴诶？5 K 叫做5梅，什么？五梅，梅花，安尼咱继续来。五梅，诶，看到来出现一个5梅无？先来铁机，铁机有5梅，啊，先啊5梅，嘿，咱迄个拍，咱咧算咧13支的一副牌啊，4成尔啦有5梅，5梅就是加1色，加1色，加1色。 5梅啊！我未出现啊！出现啊！吼 ，K 标是the Beltry， 水啦，K 讲了得第5 K， 啊有6梅，加1色，嘿，继续6梅一个，加1色吼6梅，好，看你几个人在算啦，吼，啊你用放较侪色的，你咱放较侪色的，是，有出腿的空间哦。 头拄啊，即个5梅哈，5梅我可能就是即个 club 先扛起嚟啦，所以 club 2组啦，是，咱即摆可能过来出现 diamond， 尤其即阵来到因的3发啦，好，咱继续来甲伊 K， 好，2、3、4发拢甲伊 K 掉去，你阵来甲6梅哈，6梅，来我给，哇，即个饼的搁起哩啊，是。 饼即个起来有啥物用意咧 ？visit 呢？无啦，你甲注意甲看，伊2件起来拢是2粒白球，起来看暂停的。好，咱大家注意，拢是2粒白球，好，尽量甲鼓励。啊，即阵同款，咱的这个牛条有孙义蕊吼，咱即阵今日拢有着。孙益蕊，孙益蕊吼。所以即阵这个牛条也咧小姐，王健在边啊吼。啊，这场咱非赢不可啦吼，是每一个球拢非常的关键吼。是，望咱的这个火球男，吼继续投出伊的这个信心吼。但是第3球嘛是一粒歹球，啊目前是。这嘛有可能讲这局有啥物状况，嘛有可能会派孙益蕊出来，嘛是有可能啦。随时啦。咱看卖咧，咱观察一下。哇！
控球出现问题哈，出现问题哈。连续这个4粒哈，等于讲是投袂入去啦哈。是，嘿，伊种真明显的歹球，咱看卖咧哈。我爱观察一下哈。嘿，这个 Encarnacion 哈是得到这个补偿下去的1垒，即摆爱说你哦，吼，爱说你哦。詹和古应该有一寡动作出来啊哈爱。说你对，无毋对，无错。头大这个水晶队，吼可能就会当来换起来哈。无错，规章好好吼。规章好好过来咧。无错啊，无错，规章好后一句咧。够一句哦。风吹得倒。好，对对对，咱的这个投手顶是袂倒哦，这个咱讲。要互因倒啦。西班牙吹好倒，嘿。要互因倒啦。这孙怡蕊吼，同款嘛是火球顶级的啦吼，这个伊嘛是在日本接棒球吼来去，这个哇，这个投的这个内容也是真好啦吼，所以咱讲。这个大饼哈，目前已经甲球吼摕去啊，嘛甲伊握手，嘛讲哇，咱的手艺迄件其实投得袂歹啦。有一支互这个攻出去的红布朗，吼是这个 Estrada。这其实甲我讲的，我有一点仔近啦，就是讲，比如讲3.1，吼，2.2，所以咱今日分配嘛是算袂歹。对啦，我333啦，吼，333啦，吼，这阵讲3个先发吼，车轮战啦，吼，车轮战，一人投3局啦，是。其实咱今日投手这个控制了非常之好啦吼，有影咱真正的这个决胜的这个之心吼，拢变得真明显啦。孙怡蕊是加这个今仔日的先发，这争单中午吼，等于讲是这届这个资格赛的初登板啦。初登板有影？初登板会使讲咱的避避不去啦。有影有影，避避不去。其实持续迄嘛是啊，虽然迄有登板，但是一个人咱甲唱起来，甲唱起来，唱波啦吼。咱这个剧本早就亲像老师之前讲的吼，这个写甲即阵哦，就是要等候大家看。免烦恼，后一句叫咩？佫有免烦恼是啥物？免烦恼，医生讲的好啦。医生讲的好啦。我今仔日吼，这2天啊，一寡朋友啊，你烦恼艰苦坐我讲哇，咱12强摕到冠军哦，啊，资格签门票都摕袂到，叫笑死哦！我讲袂啦，袂啦，免烦恼啦。哦，医生讲的好吼。老师嘛讲的好，绝对好的啦，绝对好的啦，百面好的啦。是。所以目前呢，咱头拄有350无？350、400就送，紧嘞，甲吹一下，吹一下。有影，咱等下吼，这个趁换投手遮吼，先搁吹一下，尤其咱要吼，这个有影，这个 gathering 啦吼，甲大家组一部做伙。游啊来，吸游啊来吼。第8局的时阵，咱直接爱唱一下歌吧吼，爱唱一下哦，唱一段咧吼。啊，即阵镜头看到的就是头拄换落，啊，即阵呢是孙一蕊吼，是洪武率吼，这个3.86吼是日本哈姆啊哈姆军团的回退的。日本哈姆，即阵共款，咱嘛是看伊的这个球速吼，来到153啦吼。153。啊，即阵来到因的是4番，今仔日食2张 K 啦吼，继续甲 K， 无就是投手好朋友 double play 嘛是会使吼，化解这个有用咱的球威吼来甲压制啦，袂使扑悬哦，袂使扑悬哦，吼，无你也要悬吼，得爱真悬，吼，爱得这悬度，爱速度有关对手会出腿啊，是，吼，袂了有关系，对，安尼吼。所以迄个爱成伊啊吼，是，甲成这个，成出腿啊，水啦，水讲就有安尼。这个变化球打得真水哦，哈，133公里，有影吼，就是快慢之间，互伊这个沙无涨这个，咱继续来加油这个，牵制一个哈。这牵涉有规定吼，袂当同做吼，同做第3届一定爱迄落啦。其实一般是2届啦，2届啦，嘿。第3届你一定爱成功啊，无得嘿。水，喂，竟然无扣，伊甲海钓伊，这粒是偏打才会较来。伊感觉较来角啦，不要紧，这粒吼。哦，但是咱咧看够水的吼，无要紧，加油，无就是double play嘛是会使吼，加油。啊，这个时阵吼，投手好朋友，哇，佫牵涉一届。这爱说你哦。规则爱。因为你爱过来是迄落哦，伊2届就比出来哦。比2届哦。所以。伊即摆有可能一投就会走哦。有可能一投，伊可能一投一走哦，嘿。因为已经牵涉。对啊，你若牵涉无死就迄落啊。就送一粒，送一块棒互伊啦吼。对，嘿。哦。棍仔也是有黏淡薄吼，
哦，这个咱看这个球数，满球数嘛有可能会走，是，嘿，满球数嘛会走。好，因5番的 Stars 上好吼，上好吼上好来一个三星哥，一个牵涉家掠着。是，好，来，咱看是毋是这个结果？哎，万众期待哎， ，Double Play，是，万众期待孙怡瑞的，哎，哇，无在无在是一个补偿，哎，啊，这个犀利啊，这个犀利啊！哇，尤其换起来吼，安尼就摕一个补偿，互人安尼看唔当一次。伊目前的球拢有即摆称伤悬吼，称伤悬吼，尤其这球上尾球这球吼，哎，称甲头前两粒球嘛是拢称伤悬，嘿，啊个无速度，这个犀利，是有速度啦，是好佳才有速度啦吼。是。诶，但是即阵无效啦吼是无效因为这个第5番吼，头一个打式是一个 solo home run，吼，咱诶非常适宜吼。投手的好朋友，咱望一个投手的好朋友。吼，像这个投手咱的这个好朋友蒋少红先生，咱的捕手嘛下面 conversation 一个。是。好，然后咱过来这个，这个爱较犀利哦吼，这个今仔日就是袂歹，头拄讲一句好不人吼。是。啊，第一局佫有讲安打，吼，这是呢指定打击。不要紧，强拄强啦，强拄强啦。咱希望投手的好朋友，台湾队的好朋友，吹者，你强我比你较勇，台湾上勇，台湾上勇，加油啊！加油加油！孙燕瑞加油，孙燕瑞加油！我想即阵来到真关键的这个第7局吼，垒包顶有2个，哇！但是去伤关嘿，伤关吼，伤关手臂有好啊，帮忙哇，叫落来，哇！是毋是会当食二垒？会不会？哇！即阵 all safe， 即阵是满垒的局面吼。不要紧，好佳才，还未收分，还未收分。这是个 double play， 这球是有即摆幸运啦吼，有 Texas 的味无？对啊，哪阵有一点仔吼，嘿，有一点仔咱讲得球安打3不管嘛吼，尤其3个手臂架拢走过。对嘿。哇，结果绕伫咧中外野之间吼。嘿，这3个这应该算讲得球安打啦吼。是。讲喙是，咱讲今仔伊已经连3支安打吼，哇塞！无连啦吼，4支3啦。嘿，就讲爱犀利嘛，嘿，好，但是这个时阵呢，大饼伊佫去等伊咧开一个。是，嘿，不要紧嘿。咱望吼，这个孙怡瑞共款有火球篮，咱的刺玉器的这个实力啦吼，加油加油！哇，这个我跟你讲，这局吼，这局啊顺利化解，我感觉咱这关过啊。哎，有影。加油！啊，这真关键的一局。是，咱台湾加油！咱后头顺利化解这局，我认为这场比赛咱就赢。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关键。啊，有影来到，大家来替这个台湾队加油啦！哎，咱讲气甲急活来，急活来吼，跳来！哎，是。上杀打吼 ，double play 者。是。过落一个，哇！但是这嘛是啊，好发细腻一个吼。袂啦，我对孙燕瑞哈有信心，有信心。哎，目前是满垒局面哈，满垒局面，哎，咱望孙燕瑞当化解这个危机哈，无毋对。好球，赢个啊，水啊！这粒啊，佫无扣，咱就真歹投啊呢，好加载，好加载。这个变化，哎，哦，这粒球哈，这粒球哈，这粒球就要有怪拍腿啊，拍这个角落，嘿，拍这个头骹球哈，是，要来制作相杀啦哈，这正拍的来角位置，嘿。哦，你看伊今仔日的悬球吼，上清了伤悬啦，吼，伤明显的歹球啦，你拐袂着打架啦，吼，推啊啦，吼，哎，拐袂着打架，所以咱望伊秘密武器，吼，紧展出来。哦，这个孙玉瑞吼，是，哇，佫无球，哇，这个时阵，这粒球无球，压力都转来安尼吼。哎。啊，这个时阵是3粒歹球，1粒。这粒变速球啦，吼，嘿，这前脚步，哇，这粒球无扣到，共款拢是，他哇来，这大家来搞，好，咱来帮孙燕瑞加油，加油，这个加油，好。水啊，好球！哦，这个弯球手，cold strike， 伊嘛是会看一个啦，吼，因为因硬拍无一定会，无一定有安打啦，好来，这个非常的关键，甲抓起来，这关键吼，关键，老师做伙举这个，水啦！连环队球迷
win 吼，这个一个 K， 非常的重要。哦，这个非常的重要。Cold strike。那个怎么叫者？那个怎么叫者？技能杀！哦，心脏要停去。目睭金死死，不打人叽叽。水啦！哦，这阵轮到伊吼，赶快吼是呢 Commanderess， 哦，赶快吼，今仔日伊食2张 K 啊，继续互伊 K， 送个3条好啊啦。啊，3条互伊。哇，你看，哇，这球佫无 Q 呢吼。哇，来送伊3条。3条，吼，今仔伊是食2张 K， 吼，3条啦吼。诶，3条送互伊。呀，孙玉蕊吼，这个头拄仔咱看到，嘛是起功了得的哦。好呀，好来，水啦，互伊。我跟你讲哦，伊也送伊3条，嘛是积极的3条啦。有影，伊第一个人数就是 K 嘛吼。这个第一个人数是迄个持续去三线的嘛。哦，是，啊，就是共款吼，两个投手做伙制作3条安尼。好有影吼，继续来期待一下。好球吧！水啦！150公里。我跟你讲，咱准备哦，咱准备哦，来哦，别球啊！啊，这三线球我跟你讲，一关度的过，活咧爆活会，对，来，好来，准备哦。好，嘛无一定要伤好伊啦吼，怪者吼，可以 swinging strike 买晒啊！来，出腿啊！水啦！156公里，连续3条，K，哎，互因食一个满蕊的赞蕊嘛好，这关啊，都会过，我咧8活会啦。老师，咱刚有8活会无？无10几岁，无，但是咱就8活会啊啦！咱双人朋友继续 gathering， 咱加起来无8活会，咱要活咧8活会啦。你咧讲个屁话啦？咱拢100字了对吧？我咧讲活咧8活会是讲表示咱这关度会过。我咧讲啦，这场比赛赢啦。水啊！开要当参加哦。线顶的朋友，有倒一个朋友要来要来小输一下哦。哦，3人啊，好做好诶吼。遐嘛 K， 咱即阵要来安打，一支安打一直出来吼。即阵轮到共款吼，张孝宏，咱头拄讲到攻势就是因开始的吼。是，有影吼。无啦，周孝宏是这个7号啦，是要咧对啦，做成7号啦吼，伊咧点球吼。哇，福将啦，吼，这个阿宏啊是咱的福将。有影，阿宏啊有听到无？你是咱的福将。有影。头拄啊，真正嘛是伊帮忙，伊配球好势，吼，伊咱的保手嘛，对吧？阮线顶有一个朋友嘛，叫做阿宏，阿宏有听到无？还有阿宏的心声是不是？所以咱即阵吼会当好好个添台湾一下，这场门票要来啊，好不好？好来，线顶的朋友400，好不好？我跟你讲啦，哦，378哦。我跟你讲啦，这第8名的啦，8名得分的啦。不是8名得分，我这场比赛看起来啦，因这满垒的战队吼，都当化解对无？对啊。水啦，来，好来。来吼，当然是希望分数搁提高啦吼。是，哦，分数无咧嫌少的啦。是。有影咱讲着吼，这个哇，有影真关键，连续伫咧满垒的局面，连2 K。是。哇，虽然迄当阵吼，一个起来连续2个保送嘛是以上。你头到测你的心跳。超大，这心跳爱问，这个是可能破。你有啊？你个歌下无我取掉唔知啊？我来看者吼，应该是超棒啦。超棒啊吼！对啊。哎吼，啊，少年人啊你吼。这好代志啊，好代志。啊，因为咱欢喜嘛，对无？是。啊，这阵轮到咱张孝宏哦。面对的是共款这个因的 Campbell，因的第3任投手啦吼。愈换愈歹投手。愈换愈歹。搁甲讲落，这个咱要摕7分。讲了，这个吼伤悬吼，讲了伤悬。好，小道处理啊吼。这个咱讲用3粒球吼，张孝宏这球 fly ball 去用小道接起来。哇，这个
哦，非常的重要，所以啦，即嘛 replay 就是头拄啦，咱的孙宇瑞哈，只有希望讲干啦！哇，这个 swinging strike 哈，这个棍啊，宋爸爸加油！爸爸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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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也是有哦，今日表现有好。伊即摆爆鸡巴咧，对啦伊两个牺牲拢无算打手，是，哎，敢若算打胜尔。对。哦，所以即摆伊的记录是100分100，一支一支，一支咱即摆变2支2，加油2支2支2。啊，上垒。爸爸吼，我感觉爸爸今仔日迄个接杀嘛是真关键。有影，咱讲吼，第二局迄个接杀吼真关键。迄个接杀也无接到，可能至少1分啊，嘛可能2分啊，伊三垒有人嘛吼。嘿，有可能2分啊。咱的福星，赶快是咱的福星。嘿，好，宋爸爸这阵要靠伊的这个选球啦吼。是。好，咱嘛期待这个除了选球吼，会当更较好的这个攻势开始，自伊开始来开启。哦，开！哎呦，咱的第一波路100%你看，上垒都100%咧。宋爸爸，第一波路吼，靠这个。哦，但是无要紧啊，这嘛是另外一种牺牲 ，hit by pitch 对啦。啊，宋成瑞啦哈，宋成瑞有上垒有机会哈，线顶的朋友我看应该有400啦哈，哦367爱吹一个哦哈，无咱讲这个400哈，这个一组共款，紧诶，吼，台语台有准备几啊组咧？伊即摆是咧看啥物？是毋是来看一个？伊即摆咧，这个西班牙队哈，过来甲这个安排，毋知咧叫啥物？伊是敢有挑战这个 dead ball 吗？看卖咧嘿，伊讲无对啊，切着啥就是啊，所以吼，切着啥啦，hit by pitch 吼，来，阿明英语较好 ，hit by pitch，毋是触身球呢，就丢伊任何的，就叫球跌掉就是 hit by pitch 嘛，对啊，对。是啦，3嘛有算啦。对啊，咱华语触身球是唔对的啦。唔是对3嘛有算，对帽啊嘛有算，哦。对你的鞋啊嘛算，对你的皮带嘛有算，对。所以宋爸爸徛稳伫咧一垒哈，这阵咱有攻势开始。对你的喙手敢有算？喙手有吧？对啊，对我的身躯顶拢有算啊。是啊，我的鞋啊嘛有算。哎，你的迄个。好久嘛，对，好久嘛有算，对啊，所以 kiss me 无要紧哦，来，袂歹啊，红扑克啊，推进，你看，哦，是啦，靠野卡连招美女，哦，咱今仔战术真正是，对啦，爱活啦，系啦，爱有卡丁啊，对啊，你来看，伊这嘛可能是一个迄个。拍挂照啦，哦 ，hit a run 啦，但是一定要出腿啊啦，吼，咱之前有解说过啊，吼，打炮跟跑打哎无共，就是讲打炮你捌打一定要出去，你要保护走者，啊跑打无一定，跑打就是讲我人我先走，买球我捌打腿啊，我腿啊手已经收起来，对，过来，走，哇，打落去啦！宋爸爸，哇，这球吼，投手吼，真正控球无问题。这算搏斗，搏斗啦吼。这袂用算偷垒吼，这就是搏斗。因为伊拄则还佫有丢毒一个吼。这算厉害。这纯粹是因为搏斗吼，搏斗的关系，因为无起跑嘛。无。因为伊佫伫遐看讲球落去倒位，伊才要选择走啦吼。所以这阵咱已经来到三垒咯，各位观众朋友啊，王柏辉应该有一支大的机会。来，这搏斗。哇，这个应该是无死球就无。佫一个 dead ball。死球就是比赛暂停啦吼，所以这个三垒吼，伊袂使走倒，伊袂使走吼。比赛规则吼。但是这个小连选两个 dead ball 吼，佫一个搏斗，掉卡嘛，掉卡咱再来讲咧。对啊，掉卡。辛苦的任何一个所在。出身
脚敢是身，脚敢是身躯，身体一部分啦。但是啊，就鞋啊，这个嘛，甲因的教练搁叫出来，搁要换投手的管哦。我讲，咱就讲扣球跌着就好啊啦。跌着嘿啦。打只扣球跌着啦 ，hit by pitch 啦。hit by pitch。咱这个记录会讲 HBP 啦。HBP 啦。hit by pitch， 今日吼，咱这个四声刀啊，四声刀继续。四声刀哈。咱这个好英语、日语、台语。华语，咱华语上少，但是咱对这个台语优先。是，来，崔姐，真四个人，430进来，准备要打430什么？400赶快，来，陪跑，你也陪跑，咱无送Coco啦吼。好，有影吼，咱这轮400吼，剩4个哦，紧的哦，尤其这阵咱的主意啊，今仔日要来讲安打哦，吼，咱透过主意啊。2、3、4番咱的中心打线，咱注意甲看吼，即摆1、3垒一定够有战术嘞。哦，因为一出强吼，咱嘛是要避免这个相杀吼。是。诶，但是吼，即摆投手袂稳吼。控球袂稳吼，加看几粒吧，加看几粒吧。好，加看几粒吧。诶。你讲我讲的愈换愈歹嘛，无投手啊啦，无投手啊，嘿啦，这前3场用完啊啦。有影吼，这个前3场因这个今仔日本地就有3个这个投手无法度出赛啊吼。啊，你有看到迄个礼法就完全无法度用啊？本地这个拍不咱台湾这棒球迄个礼法啦吼。是，嘿。啊，有影今仔日这个第一任投手嘛是互咱公干水落去。400控你，记得扎刀，记得。400就有人砸刀啊啦，400控你啊人啦。咱450就搁送哦。啊。好，这个球咱来先看一下哦。出去，唔接着，哎呀！但是这个应有机会，走吧，有够啦！林志伟赶快有这个功力，咱摕到咱的第6分。有够在，我想讲佮无啥够咧吼。有啦，有够深，又够吼。这个高位先打吼，有够远啦吼。来，看所以你感觉伊有迄个哦，伊伫咧线内啊，线外。无关系嘿。无啦，伊若线外，伊用卖接，伊会使卖接啊，变界外球啦吼。这是在因的选择啦吼。所以可能这场嘛是伫咧线内的款吼。哇！所以咱这阵已经第6分咯。是这。我来开山台湾，这点看还有人哦。这一个高位牺牲打吼。是。哦，这个咱买当好，应该是无办法哦。咱继续出去就要唱哦。好，目前是第6分。哇，但是继续，拄则是 foul tip。好，这个同款哦，咱的公式其实咱的延续吼，头拄啊咱是靠2个这个 dead ball。哦，继续选球哦。可能这个 hit by pitch 哈。我买讲死球啦哈。死球。其实伫棒球比赛吼，你也讲这个 dead ball， 范围是无，是讲足快啦吼。就是讲比赛暂停吼。你讲比如讲界外球，这嘛是算讲 dead ball 啦吼。但是比赛进行中啦，系啦。死球跟外球嘛，外球在比赛进行中嘛，死球比赛暂停啊。是。好，继续这个其他一个哦 ，Captain Taiwan。是。好，赶快连，好，继续该破坏。好，咱就讲哦，今仔日继续啦吼，第一局有讲一支吼，一垒安打，伊嘛是算走单的第2分啦吼。对，有影吼，继续咱一支串联，好，后番就是咱的广播长，继续改。哦，是哦，网球手，我讲这个。继续若咧拍球，就是有够黏啦，有够黏吼，目睭嘛真利，是，有影吼，咱期待哦，山顶好朋友，继续替咱的陈继宪加油，好，数一三，数一三，来，哇，但是这个啊，抓到吼，哇，可惜啦，咱可能无法度挑战啊，对啦，哇。可惜！咱这局咧透过吼，这个因的这个 dead ball 吼，搁一个咱讲过。咱看卖这番动作，嘛是脚先到啦，嘛是因手臂，嘛是因手迄个一垒手先立着啦。哦，不如讲咱伫第8局，搁摕到1分，
非常的感谢。Thank you very much。是。哦，这个西班牙语是 gracias。你在讲西班牙听下。是。非常的感谢。好，即阵线顶的朋友，咱啊450就搁送，好不好？450，啊500搁送，500搁送一组，好不好？啊600就要送3，咱就当600送3。大家现在，因为咱今仔600送3，因为咱今仔做动3。赢嘛。对。系啊，哦。哎，加油一个吼！是。老师，你这个孙艺瑞应该使来继续了吼。对。虽然讲到这个第八局这个后半局，哦，这个咱头拄啊，搁1分入来啊。我讲孙艺瑞头拄啊，迄2 K。孙艺瑞啊，哈。孙艺瑞啊，用义的义嘛哈。艺瑞孙艺瑞，艺瑞，用义的义，孙艺瑞。是。所以会当透过迄个2 K， 可以这个国际赛经验，哦，这个咱讲更较升级。有影啦吼，即阵线顶的朋友，吼，袂当讲讲落哦，搞起，吼，up，吼，咱即阵共款吼，继续为咱台湾队来加油。这个礼物拢要送，这个礼物拢要送。好，然后这个头拄啊，咱是靠这个2个因的 dead ball， 吼，迄摆 pitch 啦，迄摆 pitch 啦，跌到人啦，跌到人啦吼。啊，头拄啊是主野讲迄支，哇，迄支若是有路途，嘿，哦，真正袂歹。好，但是咱讲走单1分啦吼，啊头拄啊结现啦吼是。拍了嘛是真强，咱即马再来甲孙艺瑞哈，加油，艺瑞加油者，哎，所以即阵来到第8局的后半局啊吼，同款是孙艺瑞来做投手，即马是即个李诺吧吼，应该是第8番啦吼，是，水啦，好，151公里的好球。咱即马就是迎接希望即个吼，咱阿瑞啊吼，哦 ，K， 哎，啊，无啦吼，好啦，好加载，啊，但是伤悬，老师一直讲伊的控球是伊的关球吼，压袂落，唱伤悬后好加载无跌到人吼，唱悬啦吼，来到这个第8局。是，吼，咱这个领先3分，吼，要搁靠伊瑞啊，这球来靠咱的这个沙瑞哦，这个第一个找到伊的款。诶，连天今仔日真赢啦。哦，因为咱讲无啥物胜利，无啥物胜利，但是第一个找到伊无问题啦。哦，这个气色第一瑞。对啊，无像对方就是胜利伤好，咱是输哦。迄个第几局吼？是，这个咱讲4、5、第6局啊，吼，顶半局。叫是 replay 的啦，来哈，来争4个出局数，争5个啦哈，5个出局数哈，来到因的交换，一个慢慢减哈，嘿，咱就啦6减1 5哈，咱即马5减1变4，4减1变3，有影万众期待啦哈，好，但是这个快速变化之间吼，也是爱斗好入面，是，好，咱讲同款是2粒变化球哈。有影，这个 Hernandez 啦吼，这个头一个打式是互补上去的，吼，咱讲咱的这个歹球莫阁出现，是起攻互伊，哎，好球啦吼，水啦，这第9番吼，第9番买番车吼，哎，买番车。好拍啦，有在打你就拍很大啦，嘿。观众朋友，咱即阵380啊，吼，这个搁400啦。450，哎，应该是个是好球啦！来，准备啊！准备2粒好球啊！准备啊！来，准备啊！好，咱这个咱等下所有的出局数都要维持这。要来救哦！来！孙艺瑞对抗 Hernandez， 哇！这球攻出去，咱的接杀应该无问题。啊，但是老去，给！爱说你！反向艺瑞有机会无？哇！但是无机会啊！真可惜吼！这个 Frank Hernandez 吼，这个宋兴瑞无法度接到这球吼，哇！但是连迄个伊的背大，出节等伊啊啦！迄可能头吼，会去出这球嘛是讲了是算幸运啦！你看伊无伫讲伫正棍啊后边，哎，差一点啊，非常的可惜啦，非常的可惜啦。无要紧，稳落来吼，稳来，俩出局数吼。
这个 Hernandez 安尼算一支二垒安打哈，无要紧，无要紧。好，掠出局数了哈，因这即马领先3分哈。是是。嘿。啊，目前来到这个第8局后半局吼，同款啦吼，咱一个人数吼出局数豆豆俩。我感觉咱家己的牛条应该嘛是还有咱的几位投手。林维温。嘿，啊个即个陈碧玉吼，啊个詹仁嘿，恁即个稳当的。恁当的哈。好，希望稳当的卖出来啦吼。是。啊，维温互你做 closer 嘛会使，吼，这个轮到因的这个一番。哎呦，咱就讲今仔日即个球吼，伊即个球较无有怪性啦，变拢浪费啦，哈。是。变只要即种球打者伊就放掉嘛。哎。就是声无人要甲出腿啊啦。是。所以咱也是希望二垒啊哈。喂，来啊啦吼，好球好球。啊，这133公里吼，这个快慢变化之间。好加在讲伊的变化球拢啊投会入去啦。是是有影。哦，伊的变化球其实投了足水吼。是。同款吼，面对水啦。哇，但是哦，这个应该foul ball。同款2粒好球啦吼，能够一个 K 一个吼。来，先了解，先了解哈。了解了解，加油加油！好，咱这阵来到投手领先的球数2粒好球，嘿，头拄啊同款嘛是一个变化球，可以讲一个包包，一个过路无对一个这个效果，团用一垒，哎，两边有机会啦哈。哇，所以今仔日这球咱连续摕2个吼，哎，咱的三工无开张，开张，哎，都是赞，哎，有影吼，这个小连续吼，这个咱讲着连停吼，有胜利，同款，好来，2出球啊，出球来到因的这个2番，啊，这是因的第5个打席，是，好，今日这个表手有2支安打吼，一个保送，啊，一张 K 同款是。这个头前迄个投手是笑嘻嘻送伊的，饲肉去送，饲肉去送伊的。哎，啊，即阵咱来要求，毋是要求啦吼，欢迎二垒啊，共款互伊一个 K。是。哎，这个投了袂歹吼，这球。较来角一次啊吼，150。共款哦，二垒啊，秘密武器，水啦 ，swinging strike。伊这条应该是伊的变速球，变速球哈，伊的变速球，嘿，咱看卖咧，哈，这伊的变速球，哦，诶，拉了真水，拉了真水，哈，赶快咱要好啊的准备，来，2粒好球，一粒歹球，顺二垒对着因2番的标锤，好吧，这条较加就是啊，有迄个，未来有空间啦，哈。因为一粒歹球尔嘛吼，来，这条真关键哦，非常的关键。来，这条准备好，无去吹点灯嘛，是会使啦吼。诶，不要紧，第一关啦，第一关啦，吼，第一关。这张梅花啊，第一关。哦哟，吹到咱迄个手，碰诶，赶快意思啦，好加油啦！这球啊，撞出去是搁落1分呢。哦，登场铁片啊！哎，哇，这个3垒手、1垒手，哇，这砸了，哇，这无就7分啊呢。哇，有水吧？观众朋友啊！哦，这是你这是，你看几支安打比咱较多呢？安打比咱加2支啦。嘿啊，咱就是赢着迄2个4-5啦。那会使安尼咧？袂使，但那会使比人较少咧。第9局乡亲好朋友啊，乡亲好朋友啊，哎，450个，搁要送哦，剩一个，记咧，吹落去，哇，这400个哦，500个，咱就送3啦，好不好？500就送3好啊啦，嘿。466哦，记咧哦，6起来，起来，600起来，600。紧嘞，抢一个。哦，这迎接门票，咱这阵应该好，咱对大巨蛋，好。
咱下要起来是部长是不是？张玉成对无？张玉成嘿，会当唱啊吼，即阵我想起来，咱的这个大巨蛋也好，啊，咱线顶好朋友咧罔听嘛好吼，应该拢坐袂掉啊吼。啊，因为咱伤悬吼，咱袂当徛起来，咱嘛是共款，继续保持即个气势，迎接2026年的正赛门票466继续无爱去拍资格赛啊啦，无啊，无爱去拍。资格赛今日上尾一场吼，这个你大家有福气，恁大家有福气你大福气，以后无要拍资格赛啊。这个不管是奥运也好，经典赛也好，无爱拍资格赛啊啦。不爱，然后咱继续吼，这个人数一直吹哦，500升500，紧嘞，挑起哩。这咱头拄讲550就上3，对，550就上3， 550就上3吼。好，等下这个咱收声嘛无要紧啊，咱等下是要破甲收声。是。好，第9局顶半局，咱要继续来摕到分数。哇，你看这个，拉起，打没了，打了没？六，拉起，哎，拉起。部长哦，部长，哎，换大手啊，换大手啊。哦，这个32号哈32号，32号伊是因的这个第4任哈，因第1任是 Russell， 吼，第2任 Garcia、Campos， 啊，这个是Veras， 吼，这个同款吼，因换起来无遐好啦。今仔日咱这个部长像我咱两支打无嘿，两支2垒安打呢，是2垒安打。你看卖咧13.5，无啦，因为这1点1强尔啦。哦，我是感觉免收色拍啦。免收色拍吼。但是伊也是迄个企图心嘛是袂歹。讲哦，一球就要甲害出墙啊！外口啦，哎，来看卖咧，这个3垒团用1垒，有空间呢。哇，真可惜哈！真可惜。哦，是讲。哦，要先诶，头就即个啦，头拄啊，这个非常诶关键咯。哇，你要撑过啊！这车步边诶球界收落来，这争过，这也争过，就搁7分啊呢。所以咱即阵开应该是咱这边5连定。咱这个扑线实在是守备守了真好哈。有影，毋若打球好，守备嘛好。咱今仔正手柄诶拢守了最好诶啦。这个宋清威啦哈，这个王柏贤啦哈。收了真好，是，啊，连定是咧期待伊搁较大机的出来啦吼，是，尤其今仔日吼，今仔无发挥了，咱期待伊吼，今仔日这个打势讲出去，哦，上垒得，上垒就好，哈，上垒得，高杰，高杰已经落去啊吼，林家伟嘛要有，咱讲即局要拍甲王柏贤搁一届，连庭今仔日嘛有靠着选球，去你甲补上啦吼，是，这个伫咧第5局的顶半局的时阵，一个补上吼。所以咱其实吼延续这个气势有影吼。继续。哇，这个 swinging strike， 这个出腿啊去啊吼。同款哦，5连停，咱的这个加油麦登啊，线顶的朋友继续加入来。同款吼，2球差不多就要甲破坏掉啦啦，这2个好球啊吼。是。今仔日我啦这个大鸡蛋我啦拢满咧吼。一定满，因为有加开这个500块的这个500块吼。500，好，咱的人数嘛要破500。是。加油，5连停吹出去。哦，同款嘛是甲破坏掉吼。应该是一个好了无？盖外球，盖外球，一左一右啦吼。左右拢互你 foul ball， 继续。纪念品摕到啊吼，纪念品摕到啊。今日上大纪念品应该就是这张门票啊吼。是。另外一个纪念品就是2026年的门票，大家万众期待的门票。啦，咱这个大家来3点。600好无？600。咱头未讲过。550。伊搞完大机会，哇！哇，这真正是 nice play 啦，对方的 nice play 哈，咱嘛无法度啦，哈。这个走到头前嘛是去互伊处落接落去，算是5连停。5连停其实2届拢拍了袂歹，你会记你讲这个第1届，吼，这个第2个这个接杀，哦，迄个力头嘛是不离8啦吼。哇，这球真正较可惜，对方的这个 nice play 哈。不过即阵来到2出局，来到的是林家伟哈，这个伫第7局顶半局大打。5万，刚好有卡定的上垒，
这个换起来这个投手吼，抢好球，嘛是有咧抢的感觉呢吼。无紧，加油啊加油，嘛是有这个功能伫吼。所以同款啊吼，这个歌舞计是 DH， 林家伟嘛是同款拍 DH 吼。是。目前也是靠选球啦吼，2粒歹球，一粒好球。好，家伟的上垒，哦，呀，这个，哦，是哦，3粒歹球啊。我会记咱较早咧转播伊迄个校邦，毋是校邦啦，咱走高中啦吼，高中伊个乌百旗啦，插队仔组，吼伊有够好选球的啊。有影。因为咱看到伊进前一场吼，这个4粒保送，啊，搁2粒2支1垒安打。是。哦，这个看到球吼，这个可能有下伊的味吼，先出腿啊。嘿。啊，即阵来到满球数，同款还是吼，这个对方压力啦吼，尤其这个换起来这个投手吼，第9局咱嘛是继续有攻势哦，选到一个保送就是安尼。对，咱来看嘛吼，我会记较早咱看真好选吼，真好选球。有影吼，来，我咧凊彩出手的吼，来，来我哋陈文杰啊，咱的陈文杰吼，今仔日嘛是有2支1垒安打的表现哦。好，有影吼，拢有走转来摕到分数。好，文杰啊，加油，加油！吼，文杰今日手臂嘛真棒棒。咱头毛嘛无个加一支安打咧啦。是啦。加1、2支啊啦，咱即马，咱袂使啊，咱9支，咱7支啊。好啦，水者2支。这个文杰啊，少红星瑞，至少咱看到星瑞，搁讲吧，吼。对啊。对啊。功能机啊。哎。哦，头垒 ，safe。伊今仔这个保守哦，人拢抓无着咧。哎，这个这里今仔日咱应该是第4届的头垒啊啦吼。所以咱抓无着咱，嘉伟啊嘛是有卡定啦吼，所以嘉伟啊这阵吼头垒成功，哦，这处理真正水开啦吼，高走，所以咱的这个文杰啊，同款有得分可我的这个打点机会咯。哎，继续3粒歹球来继续选。哦，咱今仔日真正迄个有影吼，老师头拄仔讲的，完全甲这个教练团你拢吸收到。哦，咱讲咱毋免遐尔这个咱的运用会当较骨溜淡薄啦。是啦，嘿，这次啦吼，咱的这次较活咧啦，吼。哎，活跳。好，这阵475人啊，500个上哦，500个上哦。来哦，好，咱个一波上哦。所以同款啊吼，这个换起来这个投手吼，是投出来2粒保送。同款的这个教练团又搁出来关心一下，吼5条同款有热心的 Cruz，应该有可能会换啦，有可能会换啦。尤其这阵是第9局第2个吼出局数啦吼，想要抓，但是无遐尔好抓。阮张少宏今仔日嘛是一个不死三振，啊靠15帮阮提分啦吼。目前安尼看，有可能会去互投吼，敢会去互投，有可能会去互投。是伫咧咱台湾的5条是咱的活动的。张俊刚吼，对啦。第9局应该是来互伊做 closer 吼，有可能。差不多摕投啊，迄个是第2场的关键，刷主神先生，哦，刷主神高大刷啦，大刷，投了较好诶，2点2局无讲任何这个安打。伊个有一个小弟叫做小刷啦，兄弟啊啦，嘿。哦，因兄弟啊嘛是咧讲高雄大学是毋是？因较早兄弟啊，自国小开始拍球，阮就拢有熟悉啊。哦，是吼。有熟悉嘿。安尼有人要讨伊签名有吼。因2个吼，老爸叫做刷开桥啦。刷开桥。老师咱时阵突破500个人啊，搁上啊，500来。嘿。哇！来看这支张少宏讲这支出去吼，是咧右外野拍了真好，但是哇，这个手臂已经等伫遐吼，但是留下这个1、2垒的这个战略82个，咱来迎接胜利的第9局下半。是，咱即摆看6比3领先哦，咱的这个人数嘛要继续吹哦，550就送单格现 Captain 台湾的衫哦。伊即摆第
敢会迄落啊？敢会换？詹准甲，詹准甲起来啊！詹准甲咱头拄是牛调迄个画面，牛调画面看到伊啦对对对啊，嘿头一个投手，因为今仔日看伊的表现，顺利率其实有互人较紧张淡薄，对啦对啦嘿阮队的这个局面。是啊，但是好你刚才迄个三振摕了，咱嘛真欢喜。伊当然迄个管理是因为饲药伊饲药伊嘛造成嘛，伊一个保送啦，是伊一个保送，搁有歹球咧。对。所以咱啊，其实活期啊，搁真济。对啦，咱讲林维温也好，安尼林维温其实这回这。今日532啊咧。紧哦，追哦，追咧5要送哦。5今日5，今日5去赢球哦，嘿。100面赢啦，拜托诶，吹咧。今日600个加送一领。600送2领就对啊啦吼。对。啊，真正大概咧，真正上诶。看伊要啥个啊？王柏宪嘛是会使啊。哦。啊是拍了袂歹，国防部长嘛会使啊。对啊。吴念定嘛会使啊。是。哦，咱老师迄个人面真快咧吼，所以大家进来，吼，这个吹者，人数吹者。来，最后吼，高桥阿伯要迎接胜利啊！胜利的半局。吼，这个讲一个较笑口的，吼，咱头拄真正第5局的时阵，阿明一步就金到，吼，这个但是咱这阵拍开啊，就欢喜啊，吼，尤其是这个第6局，吼，是一个关键。第7局，迄个关键，第7局嘿，第7局因迄原垒啦，吼，有影迄个真正是刷来刷去吼，啊，咱讲着这个气咱已经结掉啊。咱直接要迎接2026年的门票。啊，来有影，哇，赞助甲，吼，赞助甲。过去咧，咱嘛讲伫咧赛会吼，这个比赛内底吼，赞助甲嘛是有出现吼，啊，伊的这投手内容吼，其实嘛是真好。虽然5万吼，伊起来关门，关门 ，closer， 关门，赞助甲咧，就是咱伫咧第3场比赛有看伊吼，伫咱讲哇，迄当阵嘛是投第7任投手的时阵起来啦吼。恁懂的啦，阮懂的。来，过来是第3番吼，迄当阵吼嘛是，互人3上3落。是，吼，伊的防御率是0。嘿，咱嘛希望哦，因即嘛是换大打吼，是 Rondon 吼 ，Rondon 就是头拄有接替手臂啦吼，所以即阵换大打起来，吼应该有好球的空间呢。哦，即阵来到155是。公里，但是咱的这个牛条也是难。当然，拢爱应该是单配准备。卢冠清是倒手的呢。但是安尼可能迄个拍唔到。好球来咯！卢冠清是倒投呢。是。所以安尼头拄啊，应该是这个转播单位吼，这个4甲7，无要紧吼，咱来期待换起来詹准甲。水啊，好球！来准备啊！球啊！准备叫一下，真久无叫啊！叫一下，来啊吼，咱来詹准甲换起来这个投手。跑步换起来嘛是概念啦吼，无要紧，继续叫。过来，咱的豆啊已经准备好势啊。恁豆啊吼，这18豆啊，拉起来。啊，观众朋友非常期待。来，这个时阵。关键的，是啊，又掉啊啦！詹准甲咧，哇，透过吼，咱讲吼，这个3粒好球啊，连3粒。你讲真久无球啊咧？叫起来，咱距离咱的这个2026吼门票吼，剩2个出局数，咱线顶好朋友目前来到人数是535啊，550咱就要送3，紧嘞！咱即摆已经是第9K 啊啦，第9 K 啊吼，这算讲3个3条啦吼，是3个3条哦。再来到因的这个4番呢，是因4番咧，今仔嘛食足侪 K 哦，2 K 来出力无？出力，无啦，应该无哈，无啦吼。今仔日因的这个4番食2张 K， 啊无，咱4番咧搁好一下3条咧，你想安那？我想真好。这个三振就是2位数的三振啦。是，哦，但是哦，这个速球哈，快速球。有影吼，咱这个阮党的姓詹的，好好表现者。是 ，closer 价值就伫咧遮。有影啦吼，咱来看这个对决，
好，来手举高，来各位观众朋友，咱这阵手举高两粒好球，两粒歹球，吼，赞助官面对着 Staris， 吼，伊今仔已经食2张 K 啊，咱的赞助官要继续送伊 K 咯，准备啊，哈，准备3条，准备准备3条老 K 哦。来无，赞助官面对 Staris， yes， 给你看，哇，目睭金起起，mắt大力记记，捌打你记记，哦，咱即阵来到咱的这个门票收562，有啊，大家系内啥？大家系内啥？600个送一领，600个送一领。来，关键的上尾上尾出局数，即阵张震甲要面对的是因个 Astrada， 今仔日有一个红不让的这表现，不一个是上尾一个出局数咯。来，准备迎接胜利，各位观众朋友，咱精彩，这个2026的门票，相信台湾，相信唔过少的，一切就对啦。 Team Taiwan， 我相信大家已经徛来咯。哇 ，Swinging Strike， 来，600个一领，600个一领啊，600，无要紧，这阵就送650个一领，650个一领，来，今日迎接胜利啦，一好球尔啦，好球尔，要球较紧的啦，来。好来哦，咱赞助啊已经伫咧这局送出2 K 咯，600 胜利哇好 ，Swinging Strike， 来，2粒好球，1粒歹球，来球手，准备哦，赞助啊150公里哦，准备哦，来，好面对今仔日，好有这个红不让的 Astrada， 来准备啊，咱距离，各一个好球了，咱距离2026年的门票出。赛啦 ，Strike！ 台湾队，来，老师，耶，要考出来啦！哦，有影真感动的一场比赛，有影咱讲到哦，面对。咱讲这个赛季吼，这个附加赛，咱讲会当摕到这场比赛这个门票，有影真正无简单。虽然咱的这个安打数吼7几年啊，但是咱真正无简单，会当透过这个4个投手好好守落来。虽然咱第一场12比5输互人，但是咱有影无放弃吼。是，无放弃哇，老师，咱看到这个比赛有影真感动，咱会当报着这场比赛，表示咱有机会会当去国外来去报名咯。来，老师头拄嘛有讲到，咱无要搁拍资格赛。无爱拍资格赛，台湾无爱拍资格赛啊！哇，关键甲咱讲的，尤其投手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对，吼，这就是咱咧讲的吼。其实你来看吼，咱的教练团吼，我感觉伊的策略是成功的啦吼。伊甲咱上好的投手吼，全部压到上尾一场啦。有影。所以咱讲到这个真正真好的这个表现，咱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人数嘛，甲600个人哦，咱会当讲较久的无要紧，咱搁讲5分钟至10分钟嘛是会使。尤其咱看到这个时刻吼，这个全体队员已经徛伫咧投手棒头顶，这一刻吼，咱虽然讲这个赛季咱摕到是第2胜，但是这第2胜有影真正无简单。哇，这个起步头顶的这个，咱讲道歉表你领好啊未？有人黑白骂吼，你看今仔咱虽然咱的这个打击的安打数无遐济。但是咱讲今仔日团练表示，这个教练团真正做真侪功课啦吼，尤其咱讲这个投手这个部分，尤其明年2026年，之前咱嘛有讲到，咱的这个调整会当搁去找找搁较好的这个。是啊，有一寡球员伊会甲讲哦。伊明年绝对会倒来替台湾效力啊！是，包括讲咱即马伫一寡美国吼小联盟奋斗的选手，你讲林玉明啊，侪好手吼，我相信啊，明年吼，台湾就需要因吼，因大家拢会倒来吼，挺台湾呐吼。主要吼，我感觉主要就是讲咱即个策略吼，加即个咱这结果加即个12强有一点仔相像啦。是，吼12强咱。复赛时1胜2败拍败即个日本，咱这是吼，咱这下来讲单纯看的，咱1胜2败拍败2胜1败的西班牙，不要紧，吼，即个尼加拉瓜吼3胜2败，不要紧，咱小赌会得着，小赌会得着。明年无定伫即个经典赛吼。
回来赛吼，我就来甲你修理。有影，咱讲到吼，即阵咧投手棒头前吼，所有人吼落起来，尤其即张门票吼是咱的 Main Tournament Bound 吼，即个台北哦，即个咱自台湾要飞去甲世界棒球经典赛，即个回来赛吼，即张门票咱已经摕到吼，啊嘛要感谢所有即个乡亲好朋友吼，伫咧即个4场比赛，拢透过咱公司台语台吼，做伙来收看即个比赛啦。尤其咱讲到吼，即个线顶的即个朋友，头拄啊你若是有查到图的吼，啊去即个公司台语台吼来即个私信，即个咱讲买奖业内底吼。尤其咱讲到吼，即场比赛真正即个关键就是咱伫化解危机的即个功力。好，咱头拄啊一直 UK 啦吼，啊其实咱的即个投手吼，虽然即个顺序累起来吼，咱即个看了即个差不多有加零顺的即个感觉，但是好哩加在拢会当好花把。啊，咱讲吼，即个单结线即阵嘛留下即个查甫人的即个目屎，相信你来看自11月24的即个咱讲12强非常的无简单。经典赛，吼，咱真正头拄啊，吼，是过去即个赛季内底有安怎有白骂台湾队的，无相信台湾的，即届有影看。好啊，道歉。好啊，道歉。即个道歉表内底吼，咱这边的吼会当小准备一下吼。我相信咱听咱转播应该无安尼啦。是啦。哦，所以吼，即季吼，咱真正看到。台湾队又搁伫上尾这个比赛发挥实力啦吼，所以咱会当期待2026年啊，尤其咱嘛讲到吼，整个这个比赛内底吼，唔那干那是国际赛，尤其咱的这个台湾这个棒球科啊，需要搁较侪观众朋友投入咱的这个棒球才会兴。吼，这个老实讲，卖拢是赢球，才是国球。啊，今仔咱赢球真正是国球啊啦，对无？是啊，好，搁一届咱来 Team Taiwan 画三届，咱要向咱的观众朋友来 say goodbye 哈，咱后回见面都是2026年。你看 Team 台湾，我看 Team 台湾。好，来好 ，Team Taiwan，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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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好，咱2026年棒球经典赛再会喽，拜拜。